绕强度全全大學社會科學人員站長郭明少教授，由台北醫學大學嘅張桂生教授帶來前面嘅分析，經常觀眾朋友取笑收聽。由呢一評論會已經開始，現在是強下來看現場嘅最新狀況。大眾期盼已久。董九2016年總統大2016年總統大選，公共電視等公共電視嘅各間媒體向下促成3場電視評論。今年有差唔多3間海內外電視、廣播、網絡媒體向下接收公司嘅信號，實況轉播。所有關心總統大選還有台灣未來嘅民眾。公共電視對2004年起時批判總統大選電視評論，對各位觀眾見證台灣民主政治嘅發展。根本亦做得，第二為大家服務，我知道當榮幸。不過，我未知道根本亦挑戰動態，因為雖然我講嘅當道不係演講，從來唔是開過嘅。就係對主題想到哪裡，說到哪裡，講到哪裡，說清楚，講明白。今天因為辯論大事有流程，今日各位辯論嘅有流程，有規矩，故所我愛照個嘅行事。同時呢，在現場演講嘅時間，從頭會有時間，讓觀眾交流，目足交流。一下我面對入邊機，我唔知老全國嘅電視觀眾用嚟做交流，請大家本來一些鼓勵，謝謝，什麼大家？壯膽，現在就照先前抽籤排隊嘅順序，為介紹今天參加辯論嘅3位總統候選人。第一個係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先生。第二位係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先生。第三位係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小姐。我們先請3位總統候選人行向台前，相互握手，展現民主風度。台灣加油！在辯論開始之前，我向大家說明辯論進行嘅流程和規則。一場辯論分做4個階段。第一階段係候選人審論，第二階段係媒體提問。現場有5個主辦媒體代表輪流對3位候選人提問。第三階段係候選人相互質問。第四階段係候選人質問。候選人發言的順序還有媒體代表提問嘅順序，就係照之前出場嘅天呢。在候選人設有問的時間設有時間到位，麥克風就會漸漸消音，就會天天的陌生。為了尊重參加嘅人的發言內容，還有電視觀眾嘅權利，請現場貴賓在辯論過程中保持點清，不要鼓掌，唔好拍手，也係開場講法。現場也唔會由天冷嘅來干擾。現在我們就進行第一階段。首先請宋楚瑜先生審論，時間8分鐘。施董事長、蔡主席、朱主席，各位
乡亲，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哪一好？萨利嘎马布隆，大家好。前日我发表政见的时间，特别提到台湾面對嘅6個重大挑戰，也就是未來真正能夠增進東北的問題。也六項係簡單來講，天時嘅變化，帶本台灣將來嘅天然災害變咗常態。天二係中國大陸嘅起來。第三係技術嘅改變，也係台灣人口結構嘅失變。第五係政府嘅財政見惡化。第六係分配嘅爭議，變咗台灣一個社會主要嘅省。我今本日特別提出3項，最重要執政過後具體對策。第一大對策，那就是我會提出2030年的超韓新的計劃，就是超越南韓、超過韓國、超過新加坡。詳細內容係今日啲咁樣單項發布嘅。這項的計劃一項計劃會由我嘅派呢李同豪委員擔任總執行人嚟負責策劃推動還有執行。首先，執政過後會實現台灣嘅經濟成長率當年會高過韓國嘅成長率1.5%度，也就是按照啲台灣嘅16年，按照後睇嚟台灣落後了韓國。睇唔到韓國超過5300美金嘅人均。所有台灣今日面對嘅問題，包括最重要嘅財政問題，向政府嘅施政，向人哋嘅債務，向人哋大一級嘅問題，社會福利嘅問題，都做唔得參考按照連任講嘅社會正義來解決，而人哋務實來解決，成長真係王道。將做嚟解決，人哋實現經濟成長做嚟增加1%，失業率會減少0.23%，實際嘅一級會增加1.99%，政府嘅收入會增加350億，債務會減少0.65%。不過，按照除咗啲實現成長以外，會解決台灣嘅債務問題，按照面對嘅當年從嘅財政破產嘅問題，執政過後，會要求建立財政嘅紀律，最重要嘅方法會嚴格要求政府嘅債務嘅成長率可以大過經濟成長率1%，將做啲本債務對 GDP 嘅比重進來增加債務負擔的能力，增加國家承受債務嘅能力，國家規劃5大策略就係產業轉型、人才培訓、經濟海外、財政改革，同時政府嘅債錯，拓展現代政府智能服務嘅來提升一條目標，具體作為有2項，這就係推動低能減碳綠能嘅產業，由政府帶頭形成產業鏈，發展工業，面對大碳還有經濟嘅同方向，喺啲9月世界摩擦日提出對經濟嘅計劃，大碳嘅構想，也會全力推動大碳經濟。第二，係會推動落實 ADSL 全面升級，變做共享寬頻，10年內上面嘅速度，我係世界前10名，而家台灣係世界33名，韓國係世界第1。我要求改善高鐵還有高速公路跟彈性嘅問題。第二，我提出來嘅重要嘅計劃，這就係我推動一個南進計劃。창포在下西洋，世界精神就係創新產業結合海外市場，用台灣視野來布局亞洲行銷世界。同時有2個重點，這就係希望加入 CPP
，ASEP 自由贸易组织，我会采取单点突破嘅策略，来强化台湾有利基也系潜力嘅产业竞争力。第二，我利用政府嘅资源，还有民间嘅合作南京到菲律宾、到印尼、到越南、到缅甸。第三項嘅國土規劃，還有防災嘅，係我將來解決一條財政問題嘅一個最重要嘅動力。一項計劃會由李鴻源來負責推動執行，詳細內容請大家上嚟講明。這就是為投資嘅土地由法律嘅國家送出嘅國土規劃嘅草案。我嘅目標係三隻，係善用土地解決國債來從事人嘅建設。具體嘅做法然後效益有4項，這就是我第一要留一下閒閒嘅土地，處理一下。總檢查好好運用規劃。第二係政府嘅法規政策要讓佢調整，透過公共設施保留地嘅改變，還有題目嘅變更，本政府然後土地所有權人向下開發，還個分批，本土地嘅發發還有利潤，還有開發嘅利潤，本全民做嚟分享。初步嘅估計。由25700公頃嘅都市計劃來整數改變過後，為了投擺30-40年民煙來小主題，同時也係簽好嘅方法來創造人道嘅財富，同時解決政府嘅債務負擔，擴大內需人道簽好嘅辦法來做人道未來一條國土規劃。第三。係人道土地建設嘅部分，老家所得做得規則配合國家政策，用來指定作為用途，包括青年國策，還有原發出嘅安定。前面因為少子化、高齡化社會，人道然所有相關嘅一條前置，也係無效率嘅。多元化嘅應用，嗱學校拿嚟照顧老人，一定要托兒所，拿嚟安老做安老計劃。請大家相信宋楚瑜提出嘅3項重大嘅計劃係有執行力嘅，係有規劃力嘅。最重要，根本係台灣。我嘅唔係特色部落，係本各部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整合起來，發揮一隻建台政府企業有領導力嘅3號宋楚瑜，請大家支持。接下來請朱立倫先生申論，時間8分鐘。主持人議，市董事長、蔡主席、宋主席、各位好朋友，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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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係朱立倫。今日當用係咩？在中華民國第14屆總統候選人身份來了為同大家討論國家嘅財政方針。第8個選舉非常嘅重要，對台灣來講係關鍵嘅時刻。因為我哋記得世界局勢也好，兩岸關係也好，國內嘅政經環境也好，都到嚟嘅相當關鍵嘅是要你太開太合嘅時間。朱立倫必須要同大家報告，你要下定決心反轉台灣。過去8年來，兩岸關係非常嘅穩定，國際局勢，台灣地位也大幅嘅提升。你中華民國嘅負責做咗行遍158個國家免簽證。台灣人出國航路有風，你也同樣嘅看到來自各國嘅觀光客，今年已經突破了1年1000萬人次。但係你冇嗌，你國民黨執政8年到底做到好啊唔好？甚至嘅來表示係唔拉好。為乜嘅係唔拉好呢？因為你今日經濟上開放嘅決心唔拉，你3年升級唔拉，分配正義唔拉。年輕共識嘅能力唔拉，當然，你嘅改革決心也唔拉。身為執政黨嘅團隊嘅議員，朱立倫必須要同大家來唔做唔得好，唔好地方向全國人民來表示歉意。這段時間，我通篇時通反省
检讨佢覺得知道過去行嘅方向可能係正確嘅，但係呢太多不負嘅壓力係其實唔拉。但係呢，呢對數蔡主席到呢下為止提出嘅政策一點呢嘅是非常模糊嘅，多多嘅空話，很多嘅空殼，因為本台灣未來面對無確定嘅不穩定嘅不安定嘅未來，所以係天作愛在正確嘅道路上提出太開太合嘅政策。為將來未來讓台灣行向更加確定、更加穩定、更加安定嘅、更有自信嘅台灣。因此，我會在今本日嘅電視嘅政見嘅辯論會當中提出三項嘅政策，係稱為係戰略三策。戰略三策就係愛調高基本工資，愛做得縮小貧富差距，同時愛延期強勢，讓呢嘅開拓呢國際空間。未來我會接下來嘅電視政見會辯論會當中提出更加其他政見，我嘅戰略第一個就係朱立倫保證呢在4年嘅任期當中會向基本工資用2.8年調高到3萬元，呢唔係只係調薪，呢係台灣經濟戰略嘅反轉。呢愛透過調薪來推動台灣產業嘅升級、經濟反轉，呢整個經濟戰略嘅新嘅重要嘅手段。係天再講，大選係國恥，係呢太大嘅通行嘅，也造成了人才嘅流失，呢競爭力做我們進步嘅重要嘅原因。陳前總統嘅任內，佢8年調了100，馬總統8年佢調500，但係呢，為乜嘅當到民眾、當到嘅百姓係呢冇感覺，因為調幅度唔拉，太大咧，各位朋友，所以朱立倫愛大幅度嘅來調高基本工資，讓呢個戰略從過去嘅透過利潤帶動成長嘅方式，改變為透過加薪來帶動成長。讓人家做領養，但基本工資人至少要尊嚴嘅來生活。當然，呢也唔係單槍提高基本工資，嚟配合其他嘅所有嘅政策，包括前日我在政見會當中所講嘅所有3年嘅政策，大幅度嘅調整，呢嘅薪資結構，讓人爭到有足夠嘅能力，留先進國家來競爭人才。朱立倫係學財經嘅，係同大家講，我喺改變過去以利潤帶動成長嘅，建作愛加薪來薪資帶動成長。台灣版未來會透過3年嘅反轉，會留工業4.0來取代傳統嘅勞役產業，來創新研發，帶動台灣整體嘅經濟競爭力。同時，呢也愛讓自由經濟度開放，展現出台灣嘅法律。當然，台灣嘅航向高薪資、高成長、高競爭力嘅正向嘅循環。所以，朱立倫承諾在就任嘅第1年，就會將呢嘅基本工資2.8元調整到2.22元。4年當中會調整到3萬元。呢嘅戰略第2項就係我會推動稅制改革，持續堅持富人加稅、中產階級減稅，對收入讓資產佔台灣嘅全台灣嘅1%嘅有錢人課徵富人稅。你唔係愛自錯對立，你反係希望講社會更加和諧、更加和平。去年在討論，你稅數小姐之間，我記得莊宗明先生佢講，郭台銘佢也贊同呢個想法。你希望講社會貧富差距做嚟縮小，冇重複，社會才會更加安定。同時，你希望講有啲人對有錢人對社會有回饋，強化社會嘅穩定力量，讓人大家都能夠受惠。徵收富人稅之後，因為全線嘅用落降低中產階級嘅稅負，照顧中小企業、中大收入人，你會專款專用，用在所有嘅屬性階級嘅免稅額嘅扣除額，仍有全面嘅提升，特別針對新生意，你整列特別扣除額，你要落實你提出來嘅員工加薪、企業減稅嘅政策，同時你也愛所有畢業學子、畢業之後、簽約之後5年當中所有嘅
覆蓋全部理事戰略嘅建議策，戰略第三策係 NOI 做得延期社會共識，開拓國際空間。兩岸關係廿幾年來和平穩定發展，已經大幅度嘅改善，從上一個時代嘅對立嘅對抗嘅行向了和平穩定，朱立倫顯示愛行向合作雙贏。未來只愛加強互信，堅持9·2共識，做得相互尊重，台灣國際空間做得大幅度嘅開展。希望講國人在看到在運動場上，用中華民國嘅長天放嘅企業來為中華民國加油。也希望講參加所有嘅國際空間嘅時節，受到歡迎參加國際組織嘅時節，做得平等嘅尊嚴。你係有信心嘅未來。應該做得到嘅政治人物唔係講空話，冇將台灣工作，而用實體政策來改革台灣，用安尼嘅大家一起努力團結台灣，共同發展台灣。現在請蔡英文女士申論時間8分鐘。謝謝主持人。身旁主持人施董事長、宋主席、朱主席，還有現場嘅貴賓，電視機頭前嘅國人，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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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兩日嘅政見會，然後頭下我聽了朱主席、然後宋主席佢哋嘅申論，尤其係朱主席嘅申論。證明了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係講一個執政黨，或者係一個政治人物，不管佢哋做到樣板長，只要自我感覺良好，都做得變出當將嘅化療法，開出當將嘅空頭嘅指標。第二，朱主席老馬總統強調，讓人民係理當然嘅。前日，當我提到中小企業第一胎嘅困境嘅時節，朱主席嘅反應本我當促進，佢聽到了人民這個病命、這個有困難嘅時節，佢不但搶冇反響，顛倒這個習慣人民唔拉上忙，自我放棄。一個執政黨對人民嘅艱苦冇感覺到了種嘅長處，了正經係台灣嘅悲哀。到了位我係清楚嘅老朱主席講，台灣人民從來都冇放棄。係你哋放棄了台灣人民。2012年5月20號，馬總統在就職演說嘅時節，佢講過，佢絕對唔會留呢條嘅當初嘅包袱留伴下台。但係呢幾年來，執政嘅國民黨留伴台灣嘅，卻係一個真嘅衰退嘅經濟環境，還有一個差唔多會破產嘅經濟體制。馬總統講，佢要本台灣來逆風高飛，呢係嘅台灣行得嘅逆風，但係冇高飛。2008年開始，有史以來提拔台灣嘅社會到經濟，出現了當 hit 當 fight 崩壞嘅呢條嘅流行嘅形容詞。朱主席，也就係國民黨執政8年嘅歷史 TV。台灣過去是苦歌，不過從來冇唱兩下暗協。台灣呢過去美食有功媒體，不過唱兩下冇唱兩下，係用規則國家已經逐漸看得，你希望得嘅面前慢慢嘅變態。我相信台灣已經到了聽出愛改變嘅關鍵時刻，對立嘅政治必須愛改。要結束了政治黨嘅惡鬥，國家嘅領導人要負起最大嘅責任。總統嘅責任得了團結了這國家，唔係像兩下一樣操弄對立來捍衛政權。人心不安嘅社會應該愛來改。我提出5胎社會安全計劃，讓人民嘅食衣住行都當作係政府最嚴肅嘅責任。我會進一步嘅建立一個完整嘅社會安全網絡，本台灣政經行向兩個先進社會嘅腳步。台灣嘅經濟發展，未政經係到了聽從愛改嘅時節。我頭下談了宋主席嘅講法，其實宋主席嘅講法，對老安尼過去其實也提出來嘅面對那個唔確嘅問題啦，或者講唔太創新研發嘅計劃，或者係安尼嘅南向政策，都已經係大致相同。我未聽了安尼朱主席所講嘅，佢嘅最新嘅3策，以家庭來帶動成長。
朱主席之前咪講過3強4戰，基本要加了一個最新嘅3策，呢個口號可能都當先。不過實際嘅情形係，老其規劃嘅人，老過去8年來，老台灣嘅經濟模塊嘅人，都係窮養一批人。3強4戰嘅主張，就會繼續做推廣，繼續降低成本。台灣嘅經濟繼續老中國大陸嘅經濟踏到強下。簡單嚟講，就係馬政府記到過去嘅政策嘅延續。要救台灣嘅經濟，過去馬政府做唔到，呢下朱主席有可能來講台灣嘅人，老台灣人講佢做得到呢？在之前嘅政見發表會，我已經當清楚嘅完整嘅說明，我嘅經濟嘅政策，嘅因為時間嘅關係，我基本冇得了去重複。不過我利用呢個機會特別讓你嘅勞工朋友嚟講幾句話。我唔記得呢個國家係馬薩德嘅訴苦，我做得體會勞工朋友嘅辛苦，記得對呢下嘅執政黨已經冇任何嘅期待。各位向我抗議、向我澄清，我都冇來言談。各位嘅聲音我都聽到咧。喺個我當選總統，我清楚為老大家向下來聲望。民進黨知道大家嘅辛苦，故說得加班。工時、薪資，還有中國零就業、正業災害，還有派遣人力等等嘅勞動條件嘅議題等，你都做好了政策嘅準備。民進黨長期以來都係老弱勢者去向下，過去係咁樣，未來我嘅政府咪係咁樣。呢個國家需要一個真正做得大量呢個國家行出困境嘅領導人。呢個國家咪需要一個為解決問題嘅人。過去嘅20年，我嘅人生一直得嚟留呢個國家呢個命運係狠地嘅下到向下，每個歷史嘅轉折點我都冇缺席過。90年代 WTO 嘅談判。我的談判工作黨堅持台灣嘅利益，開啟台灣進入全球貿易嘅大門。2000年，台灣第一擺嘅政黨論壇，兩岸關係面臨了變局。我擔任陸委會嘅主委，從13通到包機出航，到兩岸條例大規模嘅修改，打下兩岸經貿嘅一個交流行向正常化嘅基礎。2008年，民進黨主體政權得到大，不過我義無反顧出任民進黨嘅黨主席，在一擺又一擺嘅選戰當中，我都讓人民起到強下，得到人民嘅信任。不管係選情樣板大，不管係情勢樣板艱困，不管你嘅對手當選係極大，我哋從來都唔是放棄，更加唔是勞動命、勞動費都全部抗議了。我帶領嘅政黨失敗過，兩下未起起來咧。回顧我嘅人生，國際貿易嘅動複雜嘅情形，我處理過；兩岸關係嘅敏感議題，我處理過；政黨嘅衰敗，各項起來，我未處理過。每一個重要嘅關鍵時刻，我都扮演解決問題嘅人。呢一擺，我嘅競選團隊，老我所有嘅將來準備執政嘅團隊，兩下已經都到位咧。你將來還會有更加多嘅人，你不分黨派，不分你的過去係咪有任何嘅衝突，我都會本所有嘅人向下來加入你的團隊，本台灣嘅力量做得結合起來，得到最多人嘅支持，因為你面臨嘅係台灣有史以來最困難嘅艱困嘅局面，最需要改革嘅時刻。呢個時刻係需要黨人嚟共同承擔，故所兩頭人必須要團結。呢個國家必須要包容到團結，就係我一向嘅態度。解決問題、面對問題有同理心，咪係我作為嘅執政者嘅態度，什麼態度？也下開始聽日集團媒體訪問。今日你現場有5個媒體代表，為連電提出50問題，請3個候選人照順序回答。媒體代表嘅順序係經過協調決定呢，佢哋要提問嘅內容。事前做唔得對外公布，答咗問題，提問的時間40秒，大家候選人回答嘅時間係2分半。首先，
向《苹果日报》政治中心执行副总编辑郭淑敏女士提出提责问题。台湾加入 TPP 係下任總統最大嘅挑戰，爭取美國嘅支持，未係台灣拿到 TPP 入場券嘅重要關鍵。今年到底天下無拍攝嘅誤傳，政府各部會使得立法院批准嘅時節，講到美國可能會開放美國豬肉作為條件。我哋立法上嘅請問3位候選人，係唔係贊成開放含有一個超肉健嘅豬肉嚟出口？請 KT 回答，同時說明原因。改革開放聽說會引起反彈，給你哋兩百人證明你哋3位在當選總統之後有兩個抗壓性，唔會對兩改革有了推縮什麼？請宋楚瑜先生回答，時間2分半。謝謝。什麼？當然，副總編輯提嘅問題，我非常具體來講。我對開放由瘦肉勁嘅美牛來到台灣，帶定強烈嘅保留。我必須要講，這就係中華民國一下所有嘅人民就關心嘅大問題，就係食安嘅問題。人哋做唔得，按照愛錢賣命。這就是人哋做唔得，因為經濟發展去犧牲人民嘅一條konkr獻相關嘅問題。喺家下啲開創嘅時節有提到，這就是人哋啲要突破一個困難冇簡單。故所我將會講，要採取單點突破嘅政策策略，想辦法去留東南亞嘅國家。各片雙邊部分自由貿易協定，去想辦法去搶韓國喺自由貿易嘅強架下，做得完成做事嘅一個清單，也就是我必須做國家領導人，鼓勵到像我前日講嘅人民嘅安全、生命嘅安全、身體嘅安全，係我非常重要嘅。一個措施，人哋就看到根本嘅國家處理一條事情嘅時節，食安嘅問題冇整體嘅考量。啲進口簡單來講，唔單止係沙非瘦肉精嘅問題。你一年需要全年需要6萬噸嘅豬肉，唔過台糖清泰嘅小主婦想做得省一年。5萬5千噸嘅豬肉，故所做乜唔對牛豬來進口，對油、對年頭來關心？佢講人哋對食品安全冇關心，你看當年石油嘅死嘅錢有幾多？人嘅生命係可貴嘅，故所加工嘅精密點嘅關鍵，我開起壓力唔係去對抗，壓力係好好去協調。全世界對一條問題，我有其自家國內嘅問題，領導人我有國際觀什麼？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2分半。今年11月到美國訪問時節，去拜會了 UNTR 時節，係明確來同美國人講，台灣決心要參加 TPP， 呢係一年嘅認為對整個台灣最有利嘅。睇喺美國關心嘅有關瘦肉精嘅豬肉進口台灣問題，提議台灣人民堅持安全，尤其係食安健康問題係最重要嘅考慮。提議嘅一年也一清楚，一年所食嘅豬肉嘅量，老美國嘅量冇共量，到印度國家也冇共量，所以食品安全嘅標準，天所愛要嘅更加嚴格嘅、更加符合國人標準嘅，到時節一年就參照呢條標準，來讓美國人了解為乜嘅一年反對建立下嘅含有瘦肉精嘅豬肉進入台灣嘅一個原因，讓佢清楚，就係一年健康嘅標準。當遺憾嘅係，同樣嘅你看到蔡主席到美國去，同樣嘅到 USPR， 朱立倫係太太服房嘅行業去，太太服房嘅接受記者嘅訪問，睇呢人看到蔡主席佢喺電視熒幕上卻係
煽導唔演講，同時呢，在民進黨嘅官民黨國也無昂然嘅那個表現，要來同你先前講嘅兩岸關係、國際外交、外貿談判係互相嘅，就係你講嘅我避免做咩同大家講，製造對立係民進黨嘅特質，係像蔡主席人家一清楚，但係在民主天堂嘅國會當中，霸佔主席台，將權100多次。逼國惡意嘅抗議造成了二次延拖超過1000次，你係全面看到嘅，讓人按樣把人來自錯團結，係想人家團結就會天出愛團結在人家自費大廈上團結，唔係在團結在民主嘅大廈，同樣嘅勞工嘅標價，蔡主席人家有講，係冇人講。係張滿義，蔡主席，你應該上能記得，你在對太調價講嘅時，講那個勞工嘅價貼到咧，自後2年喺國民黨來提出嘅工作，就係朱立倫所推出嘅，你希望你大家要誠實嘅面對民主，唔好做互相，唔好講兩種話。將蔡英文主席來回答時間2分半。我點都贊同我諾也朱主席的回答一下當嚴肅嘅問題嘅時間，佢都要空下時間嚟馬挨哦。加入 TTP 啦，RCEP 係一個當嚴肅嘅議題，任何加入國際協議嘅組織，或者係簽署雙邊也係多邊嘅國際貿易協定，無法度避免會牽涉到你關於3日嘅調整，嗱，你當到嘅標準嘅意思，必須要面對國際接軌嘅問題，故所得咧處理美國豬肉、嗱美國牛肉嘅問題，其實佢係一個多層面嘅處理嘅過程。第一個，你必須本國內嘅學術咧條產業，嗱你嘅項目嘅產業做得進行規則產業嘅重整，同時從產業嘅規模到產業嘅呢種生產嘅過程，都做得本地嗱國際最有競爭力嘅豬肉做得嚟競爭。呢係你呢要做嘅事情，你敢做得到，你做得到。之外呢，政府願意拿出決心嘅話，你嘅產業會有一個老國際有競爭呢種嘅能力所在。第二，你呢，你必須要把你嘅農業變成一個現代化嘅農業，在國際之間係做得競爭嘅農業，唔好特別都係弱勢嘅產業來面臨開放嘅世界，都係面臨最艱苦嘅決定。只要讓你農業準備好，其實你進行國際嘅談判嘅空間呢就會動態。轉到那個收入金那個問題，也確實係你要面對嘅問題，同時要去解決嘅問題。我去 USC 啊，我並冇聽人嘢，不過呢，因為老美國倆之間嘅競爭，故所我呢就冇得公開。不過我打下來嘅空間就係你去美國嘅空間呢。對於那個收入金嘅使用，anyway 就那個飲食習慣啦，你大致相同嘅日本、韓國係用嘅國際標準。不過呢，國內嘅產品，你冇使用收入金，你咪冇同意收入金，你冇同意使用。我認為本你嘅產品有差異化，本你嘅產品比外來嘅國家優秀。同樣，進口嘅產品一定要表示從源頭到加工到那個資產。清楚一路表明到台，同時表明佢哋來源國。你要是批嘅那個產業來檢查，係咪用嚴格嘅邏輯嘅來表示？你係我應對嘅辦法是麼？接下來請中國時報副社長鍾景維先生提出第二個問題。3位總統候選人，大家好。台灣嘅南陸惡鬥、朝野嘅對抗，造成國事嘅空轉、經濟嘅衰退。相信呢度國人都希望講做得改變那個現況，朝野做得合作，加入體外嘅經濟，你係維持產業嘅供應鏈競爭力，將來非常要行嘅路。目前加入 TPP， 朝野已經有共識咧。而在兩岸嘅經貿嘅合作中，上邊候選人係咪做得來蔡立威顯示在選後之後，朝野之間做得放棄對抗，朝野做得進一步嘅理性合作。首先我問蔡主席，民進黨執政之後，對於兩岸嘅監督條例，還有服務嘅要採取用半年嘅政策會通過冇？
在请問主主席，係國民進黨決定要通過兩岸監督條例，該後日在列為審議嘅時節。formal 還有 formal 嘅時節，係協議嘅時節，國民黨會提出乜嘅立場？你最後要請問宋主席，親民黨在國民黨還有民進黨兩個中間，係會採取兩班人嘅政策？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2分半。謝謝蔡審問蔡主席，審問提問人。蔡主席唔加在最重要嘅政見發表嘅時節，係冇提到你乜嘅政見，係聽到嘅8分鐘當中，有4分30秒係批評朱立倫。另外呢，台灣嘅係咪開放含瘦肉精嘅豬肉進入台灣，老農民嘅競爭力有乜關係？呢係台灣最重要嘅民眾關心健康嘅問題。民主已經來台灣咧，蔡主席你冇搞查咧，事實上咧，今日下只係含瘦肉精嘅做得來台灣呢個問題，所以看來你已經答案出來咧，所以你已經同意市場要有差異化。TPP、RCEP 都係你必須要參加嘅企業嘅經貿組織 TPP， 佢係國門檻嘅，你要做非常多嘅改革，包括國會要改革，包括你嘅貿易談判要制度，還有你嘅整個交通嘅制度都要做改變。RCEP 係東協、老中國大陸主導嘅，你也一天都要參加。佢呢係同大家嚟報告，兩個要參加嘅基本嘅要件，就係要兩岸要企有互信，維持好嘅關係。係相信你堅持求你強勢，做乜個惡人做，唔係為到要單將兩岸嘅和平天天。更重要嘅係要加入國際組織當中，做更加嘅順暢。呢一點，我相信蔡主席應該相當清楚。做乜嘅美國也係希望台灣做嚟加入 TPP， 但係呢有嘅附帶嘅條件，所以講兩岸關係，佢係咪做得非常嘅穩定？呢一張係你關鍵，你國民黨嘅立場一切都支持。你嘅那個監督條例，你兩岸嘅監督條例18年以來唔願意審查係民進黨，蔡主席讓一道嘅國會改革法案，很多一道嘅經貿嘅監督條例，或者係民生法案，全部擋下來。蔡主席，你講冇急，做乜按急呢？但民進黨由新國會直接這樣來做，你講蔡主席，你唔急，台灣人民係相當急嘅，兩岸關係相當急嘅，台灣嘅貨幣係相當急嘅，你嘅所有企業嘅都係相當急嘅，民眾都相當急。係希望講大家秉持行業立場，積極來通過所有嘅監督條例，積極嘅來進行談判。請蔡英文手機回答，時間2分30秒。審問主持人，剛才條下呢，朱主席又過一擺台外回答問題，台外呢來聽議外嘅答案。我講我用日韓嘅標準係個國際嘅標準，因為日本、韓國嘅飲食習慣，老人係相同嘅。老人講嘅答案有乜嘅無腔容呢？唔聽人做嘅老外答案變成老人無腔容嘅答案，呢個本來嗬吃到咩非常精闢啊！另外，我要當針對條下嘅問題來問回應。你嘅立場當明確，你為了兩岸監督條例，嘅下一隻嘅新嘅國會列為最優先法案。我知道呢，也係當重要嘅法案，無論係喺兩岸嘅經貿談判，也係兩岸嘅一切互通過程當中，都需要一個良善嘅監督嘅機制。故所呢，從頭擺到兩下，我嘅立場始終冇變。你必須要有一套好嘅監督機制，呢一隻監督機制，你聽錯要牢記列做一隻優先嘅法案。在呢一隻監督機制之下，你來進行呢一隻 formal 老 formal 已經簽訂嘅部分嘅呢條審查。你每本 formal 還要繼續來談判。如果在談嘅過程當中，唔單止要有呢一隻國會嘅監督，更加重要嘅要對人民、對產業、要交通、要來透明化、要盡到個當然講嘅義務，呢係嚟當堅持嘅。呢今日朱主席一直講嚟得嘅無償，朱主席啦。談判嘅策略係做得無對外說明嘅，不過談判嘅結果，然後談判嘅前期嘅重要係讓人民報告嘅，
愛留你嘅國會來報告嘅，呢就係透明，呢就係公開，呢就係民主嘅嘗試。嘅呢，而到一個談判嘅策略，擴張到所有談判嘅內容，呢係有一些擴大到超過分嘅。我講過去8年。國民黨對呢個兩岸問題上呢，用鋪嘅咁唔拉倒咩？係講你用了按倒，你嘅 RCEP、你嘅 TPP， 用乜一些進展都冇呢？道理當簡單，你冇做好關於嘅產業準備，你冇做好農業嘅呢種轉型嘅準備，等於呢都冇做好嘅時間，農民當然會驚。因為進口產品嚟競爭，所以冇錯嘅涉案嘅問題，嗰個係就產業競爭嘅問題，呢係點？呢係正經嘅症結嘅所在。請宋楚瑜先生回答，時間2分30秒。申問家下講副社長嘅問題，各位親愛嘅鄉親，大家看到佢兩三個答案。又來咧，佢哋又去吵嚟吵去嘅，吵到牆呢，吵到也所有嘅事情，然後台灣嘅經濟也好，規則來下來嘅，你都還唔拉下？兩三安泰政黨鬥起來，啲國會嘅席次超過90%，唔過風貌也好，風貌也好，睇法文也好，係真好好通過嘅。賴親民黨嗎？做嚟賴本親民黨嘛？唔就真係真正嘅本台灣向下沉淪，去負起責任。各位鄉親，記得冇希望，也係新聞界各位主編，聽我報紙一看，藍綠有啲嘅交火對決，然後宋楚瑜邊緣化。宋楚瑜唔講邊緣化，讓台灣本人邊緣化。今日藍綠按你從想看啊，其實風貌談判的過程當中互相作業，大家就地。連王院長研究就講，風貌的過程係互相嘅。佢按輕重要係乜嘅？即係總是企業啲個過程當中，佢哋嘅利潤受到傷害。宋楚瑜將來主政，乃會留對岸當清楚講，兩岸需要和解。唔過風貌，兩岸嘅所有必須要遵從台灣嘅民意，而且通過兩岸嘅協議嘅監督條例。唔過最重要嘅，研究啲個過程度，做得善用政治公權，然後對岸講，係講真實愛心平氣和，然後做得做嘅先做起來，兩岸唔係一家親咩？先做嘅先開始做啊，有大氣，爭做得本台灣人福氣，係講台灣係啲機構一家人咩？故所愛善用一個公權，親民黨唔會急到幾多同我，親民黨從頭到尾就良心，呢啲法院永久幾多人民一片，冇幾多南面一片，也冇幾多綠嘅一片，係到幾多台灣人民一片，為人民發聲。故所標下藍綠，前轉第3嘅選擇。第三期媒體代表係聯合報總編輯尤美月女士，請提問。三位總統候選人好，穩定嘅兩岸關係唔單止係企業安全嘅保障，更加係2300萬人民嘅福祉。馬習會最近國家確定嘅9日共識係兩岸交流嘅政治基礎。不過蔡主席都見，當中係盲認同9日共識，請問，呢只係兩岸關係倒退咩無相關咩？同時，請問三位總統候選人，未來4年嘅兩岸政策係樣辦？兩岸嘅和平統一係樣辦當做全面共享。另外一個，聽蔡主席咪講到，台灣嘅經濟不應該留太多技術太多共享。不過，呢一門嘅係咁做得到。台積電最近宣布要留太多嘅資金，因為參加食品一出一入都本國家嘅人民擔心。呢種嘅放棄太多嘅市場，會將流失台灣嘅競爭力。請問面對呢個席捲全球嘅供應鏈，台灣除咗關門、局迫啥，咁有樣嘅策略？請蔡英文小姐回答，時間2分30秒。
謝謝主持人。什麼主持人？咩什麼調下嘅提問人？兩岸關係，兩個兩岸關係，尤其係92強勢嘅立場，對過去我都講到當清楚咧。我講過，1992年兩岸係對香港有隻會談，對嗰隻會談制度，大家有冇共用嘅意見？不過大家至少同意一件事情，就係對互相諒解、求同存異，把兩岸關係做得繼續向前推動。兩岸嘅歷史嘅事實，你係冇否認嘅。同時，你係接受嘅。不過，呢一段嘅歷史嘅事實，按樣辦去講佢，按樣辦嘅名稱來講，呢啊就係大家有冇共同嘅意見。故所我嘅啲長短簡單，對呢一件事情，你就繼續求同存異，你好好嚟坐下嚟講，乜嘅事情都做得講。呢係一個當理性嘅態度，我咪相信中國態度方面，未會秉持一理性嘅態度，讓民進黨來互通。台灣畢竟係一個民主嘅社會，民主一定會有嘅政黨嘅輪替，未會有冇共用政黨嘅政黨嘅輪流執政。故所相信這個態度嘅兩頭人美好，有決策嘅兩頭人美好，未會認知到你係在台灣民主嘅憲法當中嘅一個限制，而未會本你一天嘅尊重。至於講，你係咪按照中國態度嘅經濟態度強下？你從來唔是排除中國經濟對台灣嘅經濟發展擔保一些角色。唔過呢，你必須要把你有一個全方位嘅，讓全世界所有嘅主要經濟來接軌，呢係最重要嘅一件事情。唔係講單槍讓你自家讓中國態度強下，呢就係你對國民黨呢8年來嘅政策制度呢最少嘅事情，就係你只有一個選擇，你冇其他嘅選項。呢對台灣嘅經濟嘅安全，還有台灣整體嘅產業發展來講係不利嘅。至於講治港嘅問題。至於講食品嘅問題，其實你國家應該有國家積極嘅戰略，你嘅產業必須要升級，國家必須要拿出力量來。係講過去8年國家有理解法來聽出來到產業升級，根本嘅你咪面臨到治港、到食品一樣嘅問題，感覺到都冇法度。第二，你要必須要組成國家嘅力量，因為治港係有國家嘅力量在後邊，你係有國家嘅國家來對應對，做唔得本地企業自家來面對國家區來提到國家區嘅壓力。請宋楚瑜先生回答，時間2分30秒。非常謝謝。非常希望有種編輯提出來按重要嘅問題。我先明確地講，我支持92強勢，唔過92強勢唔係一個文件，係兩岸相互之間嘅一個默契。我啲啊特別要提醒嘅，就係人哋看到馬西比過後，事實上兩岸入到一個重要嘅突破嘅變化，對岸嘅兩頭人。有當明確嚟講，也係喺兩岸分治嘅前提之下，務實嘅兩岸嘅兩頭人做得這個見面。那就係頭擺，人哋看到兩岸係唔係強匪，佢喺外頭按照國鐵相互之嘅攻擊，也係標下武裝對立。大家做得相互合作，故所家下講到一兩幾個問題，我說明嘅係，人哋應該是真嘅時節，2000年嘅參選總統嘅時節，佢係幾可以上機，唔過人哋後退嚟16年，人哋南京嘅時節，人哋也係有啲調整，唔點樣嘅勢。係同意家蔡主席所講嘅，佢就係人哋全方位去產生。唔過樣辦由對方講，也治港也好，將來嘅台積電態度也好，人哋要善用人哋嘅政治槓桿，咁樣嘅本台上要自求多福，希望就會自生自滅。而冇發揮一個槓桿，就本對岸敵，佢就係我要有一個政治槓桿，我咪要有一個主權嘅政府，應該要有個防火牆。人做唔得本對岸，要乜嘅有乜嘅，老產業來實體，還加做唔得老 know-how、老技術，全拿去。同時，喺講用政治槓桿，啲嘅方式嘅，你講嘅產業鏈制度，會扮演乜嘅角色？人哋就做得用人哋嘅好好溝通談判，奉利而共享一點，係老國民黨真係冇共享。
因为买盘龙团嘅所有，应该要好好做得产生两岸互通、合则两利、两利则合，也係我嘅主張。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2分半。在政見發表會當中，非常堅持嘅九二共識，同時要從過去嘅和平發展，走向未來嘅合作上揚。嘅合作範圍當然包括了經貿嘅組織，包括三亞合作，你唔講紅色供應鏈。我猜前日嘅政見發表會當中嚟講，美國有供應鏈，日本有供應鏈，韓國有供應鏈，台灣也有供應鏈，紅色供應鏈也有其他供應鏈。但係問題係講，你用8年強化你嘅三強之間，讓你供應鏈成為最具有競爭力嘅供應鏈。所以，對兩岸嘅關係，包括經貿合作，都係最正向嘅。睇你係談到蔡主席嚟講咧，九二共識當然你係冇承認，但係咧你要講。愛大家再去討論去尋求共識，要轉到23年前，你還有時間再轉到23年前之前來討論共識，再進行和平、再進行合作嗎？你應該相信，朱立倫會非常嘅積極嘅，唔但做得喺一切嘅基礎上，更加進一步嘅讓所有嘅台灣產業。好多問題都會解決，同時呢，也同時提到，根本嘅嘅現況，當然唔係只有中國大陸，但係也冇必要逢中必反。記得當時要簽署一個法之前，蔡主席你應該還記得人家明年，你講呢簽署一個法會促成400萬人嘅生意，非常比較嘅結果，但事實上呢，簽署一個法之後，你係非常重要嘅現況，因為你做唔得自我嘅封閉，讓不用睇大家市場，就像 TPP， 就像 RCEP， 就像台新、台紐、然後日本簽署嘅所有嘅協定，你係全方位嘅來出擊，你去研究嘅係自由經濟度，自由經濟度就會開放再開放，睇你係看蔡主席。人嘅呢度嘅政見會當中，冇乜敢講開放，甚至呢，我相信你對於自由經濟示範期，你聽佢講，佢係落伍嘅觀念。睇你看，民進黨呢度嘅演示都會喺整體自由示範期，麻煩你老大嘅演示上講，佢嘅觀念係落伍嘅。我唔知講，未來樣乜嘢去做，只有強烈嘅練兵做起，台灣將會越來越強，台灣將會越來越有機會。也下請中央社副社長兼總編輯莊飛燕小姐提出第4個問題。3位候選人好。2008年之後，外交調變本台灣依度拿到更加多嘅國際空間，包括中共唔使為你嘅邦交國，副總統做 APEC 冷超會議，你們本日邀請隨時當道嘅台飛等等。呢段期間呢，中國大陸嘅國際 TV 更加多，尤其係全球第2大嘅經濟體已經變成咧，喺世界當中重要嘅角色。台灣人外交比起來，呈現呢其種外銷嘅特色，一般呢。了解到，喺中國大陸對你冇生意，台灣係咪容易國大，請問上面係先人，應該咪研究台灣對外關係攞外交嘅籌碼，本就算係中方加強外交封鎖嘅，你咪作為危害到國際生存空間，是嗎？請宋楚瑜先生回答，時間2分半。家下總副社長講到一個台灣生存當重要嘅問題，佢就係人哋點樣去處理國際嘅一個問題，對外。老人都處理兩岸嘅問題，係非常贊成特別前副先生講嘅話，兩岸嘅一個定位可能會到國際嘅事情與個層次相互之間做得了解。我主張兩件事講3多，務實。人也必須用務實嘅了解到世界發展嘅情形。民進黨呢一段時間，蔡主席佢啲選舉特別講到一個事情，按照點亮台灣。喺第2篇，希望向鄉親講，我係點上台灣，點上民進黨。佢就係講人哋做唔到務實來面對人哋國際環境，同時總經持強，然後自家嘅內部做好，人哋講係主權國家，唔過唔看。人哋有一個強硬嘅政府嘛，
一直无能力嘅政府，讲起还能讲唔系一个主权国家。你看啊，涉案嘅问题，人哋有国家，人哋有政府冇？你看啊，人哋有劳苦嘅态中冇照顾，一只政府参用冇？人哋唔係啲嘅國際方就對岸啲嘅嚴格，係必須用一個機會就對岸講，係堅持嘅主張兩岸和平。唔過台灣係講做唔得參與世界性嘅嗰隻經貿嘅相關組織，台灣過唔下去。台灣係個經濟為主嘅一個體制，一方面內部要好好整頓，唔過對岸你必須要了解兩岸嘅問題。係講對岸有誠意，本人都去參加，唔單止係 APEC， 還有其他嘅，像係大陸喺方面，係講將來本人到台灣做啲加入東南亞嘅相關經貿嘅發通組織，落巴講做啲化解兩岸之間衝突，佢就係雙方就會有誠意，係兩相情願，兩岸就會和平。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2分半。非常感謝宋主席，宋主席佢提到嘅國際空間嘅非常外交，一定要有務實呢一點，我非常嘅贊同。我也感謝宋主席同意我前面所講嘅戰略嘅審策，作為務實嘅拓展。呢嘅國際空間，事實上呢，對於國人來講，也唔單係國際空間，事實上呢，也係經貿關係嘅，也係國人嘅自信心，更加做得明年年期大嘅強勢。ที่ให้เฉลฟู政治嘅在那個更加有尊嚴參與文化也係跨越國際嘅在文化兩面當中，你也數度分享平等嘅對等嘅尊嚴嘅參與，在各項嘅 NGO 組織當中，非政治性嘅組織當中，你也做得全面嘅拓展，而唔係只講單點嘅突破，係全面嘅拓展。未來係新嘅我提出嘅非常重要嘅一個關鍵，也就係你要讓國人更加有自信，呢個基礎天出愛建構在國際嘅溝通，還有兩岸嘅互信。喺講呢基本嘅兩岸已經係一難得嘅做得讓最高領導人66年以來做未見面之後，就做得見面，而且呢，我相信未來呢政府嘅朱立倫當選嘅話，已經顯示過，必定讓兩種嘅會面。機制化、常態化，你更加有空間，讓台灣在國際組織上、嘅國際嘅活動上拓展更加多嘅空間。同樣嘅，面對國際嘅一個包括氣候組織，或者係包括美國、日本，我也提出希望講台灣一定要有呢種嘅更加嘅空間、更加多嘅空間參與。也對於台灣人民來講係非常關鍵嘅重點。唔過，係從我遺憾嘅係，民進黨係講因為兩岸關係嘅倒退，因為伊哋嘅意識形態係講反倒讓未來嘅呢個期間，你做唔得行出去，嘅做唔得參加 TPP， 做唔得參加 RCEP， 做唔得留意到嘅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議，或者講國際組織根本做未突破，係想對於國人來講係相當嘅大嘅傷害。請蔡英文書記回答，時間2分30秒。謝謝主持人。什麼主持人？沒什麼提問人，條下嘅提問。提問人呢，實際上講出了一件當關鍵嘅問題，也就是在過去幾年來，這個外交調變造成你當道嘅外交人員唔知為何而戰，咩唔知按樣板去做一個更加有效率、更加有競爭力嘅外交人員，造成你兩下呢度嘅外交關係嘅維持，都係看中國態度嘅面色，你係一個國家應該要有嘅現象咩？對你嘅外交，對你嘅邦交，要看哪一隻國家嘅面色當中嘅維持嘅時間。你要問過去嘅7年到8年之間，你兩個政府、兩下嘅執政者都在做乜嘅？外交嘅關係，講究嘅係實力。嘅你呢？對你嘅外交政策制度都已經講到當清楚咧，唔講係得兩位願意個老記求其個講一擺。
外交講究嘅係實力呢講究嘅係就綜合性嘅國力，係講台灣嘅經濟當好，係講台灣嘅民主當發達，台灣人當有自信嘅話，呢個外交空間就有無限嘅空間。係講呢個經濟唔好，民主唔好，呢人民喪失自信，呢就冇外交嘅空間。呢每次做得，但請看定係啥個面色。故所最重要嘅係讓國家建設好，讓人民嘅自信心潛進來。至於講，你參與外交、參與國際嘅事情，你做得更加積極。無論從經貿、從那個人頭嘅演出、從國民社會嘅交流，到當地嘅 NGO 嘅之間嘅來往，也都係你做得做嘅有空間嘅。你過去呢有依度嘅想法，你將來咪話要繼續留下到嘅國際嘅面向意義嘅打開。最重要嘅係，你嘅對啲其他嘅經貿嘅來往係唔係你要加強嘅地方？冇錯，你打開你經貿嘅對外嘅關係。最重要嘅當然係你必須要嘅當強當有力嘅經濟實力。更加重要嘅係你要一組當有能力，同時當強力嘅外交人員，有戰鬥能力嘅經貿嘅談判人員，讓你打開呢一隻，讓各國之間協商嘅大門，同時做得清楚你，讓其他國家共同嘅利益嘅所在，那當係增進你外交。然後經貿之間要行嘅路。第五個問題，請自由時報副總編輯周建文收集提問。各位好，就對3位一樣嘅期待嘅台達，我去記出我看過今年嘅總統，佢老大家向讓對兩位講到當好堂。提出當道嘅意見，不過經過2年嘅實踐之後，總統呢個職務當場呢已經變成了帶領呢個國家最大嘅傷害，帶俾人民最大艱苦嘅一個人。一個適合嘅總統，不外兩種，一個係領導力，另外一個做得得到人民嘅信任。故所我想先請教朱主席，過去一年，國民黨在人嘅帶領之下，係唔係當場反除呢件事情之外，冇其他嘅本人知道經常忙排除其他衝太事情嘅決定，面對呢度嘅承諾，後來做唔到，如果小馬遊人。嘅一樣辦相信，而頭下所講嘅呢度，未來敢係為個小馬遊人呢？天意我想去請教嘅係蔡主席，而頭下尾講到啦當道嘅意見，唔過請問以4年為期，而到底做到哪條事情？係講做唔到，你要用辦負責來證明你每一隻總統2.0。第三，我請教宋主席。你自認最有領導能力，不過過去假敗嘅產線，當場無法度得到這樣嘢麼？你認為最大嘅原因係出自哪位？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2分半。領導力的展現，領導力嘅展現在所有嘅工作上，不論係代表桃園院長，到行政院副院長，到新北市長，在共享兩百多所展現嘅領導力，大家係有目共睹。當然講，我冇提及，因為事實上係需要更多嘅協調。還有，我都同意，但係朱立倫從來就冇本人發言嘅領導力。不過政黨無圖共用，政黨係大家嘅共同嘅組合，佢編出愛大家嘅協調出來共同嘅意見，常常要為不同嘅上一台、係呢一台、下一台不同嘅想法。但係朱立倫都堅信講，可以透過包容溝通，最後取得共識，而唔係靠自家一個強勢嘅，或者消滅其他派內嘅，而變成一個硬派，將很多領導力台灣。在政黨需要更加多元嘅聲音，一個政黨係講變成多元嘅聲音，表示講佢嘅民主化咧。朱立倫已經做到了國民黨民主化嘅政黨。反觀，你看到原來民主化嘅民主進步黨，佢哋變成了一言堂，
1年頭硬派當土，乜人敢挑戰？回過頭來看，你看到大家關心嘅台灣嘅未來，其實家蔡主席有講到外交，台灣嘅外交係講，你係講要重啟戰鬥力，係講過去嘅呢兩岸小邊，人嘅意思講未來要重啟戰火，重啟戰火嘅話。結果像樣辦呢？因為轉到變政府嘅時節，金錢外交、風風外交，也係全世界不願意看到嘅，還記得嗰個慘痛嘅經驗，冇再一次嘅本人來騙呢，一騙呢，加一年，幾多年嘅納稅人血汗錢就冇咧，而俄烏外交也幾年來有158個國家嘅免簽證，用台灣人航路有風，出國唔是簽證，也係大家知道最友好嘅。也同樣嘅，然後呢度嘅泰國，呢個冇邦交嘅國家，建立更加實質嘅關係。譬如即蔡主席，唔用本人，人係同樣去華府去拜會，呢度美國嘅官員，或者去做得去到北京去呢，你係咩台灣外交嘅成果咩？請蔡英文手機回答，時間2分半。什麼？外交係全民嘅事情，不分男女，咩不分政黨。故所你大擺做嘅事情就會在累積，你執政嘅所累積嘅國民黨嘅做得成績，國民黨做得事情，你咪做得繼續向前來累積。我呢冇知道對外交呢件事情當，我就做得分黨派，你做得分冇同樣嘅意識形態，呢件事情係全民嘅事情。至於講兩頭力，確實係牽動重要嘅事情。硬派代表嘅係民進黨團結一致，愛行向務實改革嘅兩條路線，呢就係隻團結嘅政黨。我知道朱主席竟然做得到一隻團結嘅政黨變成一隻意見頭，來嘅分為問題嘅政黨變成一隻民主嘅政黨，我真見知道非常佩服。兩頭力當重要，而代表嘅係嘅。而嘅對於嘅多年嘅聲音，留多年嘅社會，係咪做得整合多數嘅聲音？我從頭講，我年輕強勢，大家互相坐下來好好談。國民黨從頭小眼，唔講話調下係個無談唔錯嘅話，朱立倫主席調下咩得嘅講年輕強勢啊，冇唔錯。你下嚟就社會就係一個必須年輕咧就強勢嘅時期。台灣嘅社會確實有一度嘅衝突，沒有一度嘅利益嘅冇共用，沒有一度冇共用嘅想法。民主化過程當中，你嘅充分享受言論自由嘅過程當中，你咪必須要坐下來，以民主嘅機制來發揮你之間嘅冇共用嘅意見，來幫你嘅人民呢做得來尊重，同時咪做得在發揮嘅過程當中做得參與，呢係真係一個正確嘅現代嘅民主嘅社會嘅兩統人應該要做嘅事情，咪就係愛要去做嘅事情，也就係愛本民進黨起起來最重要嘅元素哦。佢講至於講兩統人呢最重要嘅誠信，我可以看過去兩統人做乜嘅，佢太神了嘛嘅，你好好去檢驗佢。對未來佢提出來嘅係隻口號，也係一隻嘅當實際嘅當實際嘅計劃。你啊呢，我相信根本嘅台灣人民會好好嘅檢驗。喺過去嘅一段時間，我咪已經攞我對未來嘅規劃、詳細嘅具體嘅規劃攞到台灣人民嘅報告咧。對過去嘅我嘅對啲政府服務嘅啲參嘅經驗。都做得本大家的檢驗，我係個神落實講得到做得到嘅人。請宋楚瑜先生回答，時間2分半。謝謝。沈夢副總編輯對我嘅肯定，確實大家就知道喺各種方面就知道宋楚瑜真有經驗，真有兩頭力。來到省政府服務，我到半年就展現出來人民對我嘅信任，要做出成績。我重新轉到政府，我做得冇到1年當中，我就做得本人民有感。太多事情，我摸唔得任事啊，就會建議來為大家做。人家特別講到，我做乜嘅？第3擺來先，明明有機會做兩頭人，唔講我老人講，
我即家要行过台湾，对纪念很多民族的过程，立足点无平等，係引導台灣，引導愛改變嘅。佢就係啲選舉嘅時節，國民黨有當選，民進黨一下啲當到現實執政，佢就係優勢嘅運用，也到當選，也好用司法調查權也好，用一種無正當嘅查稅嘅手段。像今年參選嘅時節，唔乜啲，任何來攞嚟聽書嘅人，臨時就受到查稅。按照參選嘅時節，同樣支持我嘅嗰個廠長，臨時就由稅務單位來審計。我無怪怨，因為我頭擺啲到民進黨啲嘅開始交流嘅時節，民進黨。要對我講過強用嘅話，行過菜也就地，唔將來執政過後，做唔得再過行回頭路，人哋要重新尋找台灣人真正對一隻自由民主價值嘅肯定，做唔得再過假民調嘅。左邊嘅評論，看下今日報紙頭版來監聽。採樣嘅無到340，唔過說做得人哋講，哇，萬年前好，萬年前唔好，各位鄉親，改變對自家開始，佢就係唔係自家知道唔係主人，唔係受到波沙影響，冇受到財團影響，還卡冇受到嗰度既得利益者嘅影響，唔真係主人。第二階段嘅媒體提問到此進行完畢。今天辯論會嘅上半場現在告一段落。我們中場休息你中場了10分鐘，等一下再個轉到現場。滿電重要，南玉結冰場。鐵盞國賓和震動長跑，客家印象真實想象，你來定啦，先前本節。12月28開始，經常收聽客家新聞。優秀模秀，分家許不多。你到時都開始做嘅啊？做30年了。哇，好能 Q 哦！阿爸做，阿公做，哎，你孫兒做嘛？別件動作冇害耶！呀，就係白冇害哦。這個叫沙公，沙是公的咯。大禮拜日晏晡9點，合總情感延續飄飄。新年下愛情神體驗總市場。我們撒尿飯啊！你好，洗你！好恐怖啊！檢查的鼻孔。我來幫你炒一下。以後你長大也可以這樣，對不對？不要。好吃嗎？大禮拜一晏晡6點，新年下來做厝，共下來好好用辦式。講厲害！做乜咁等？你愛中獎啊！以為哦，今天是禮拜天啊！禮拜日晏晡6點半有最好看的熱頭啊！熱公公，嚟，哎，你哪份事哦？當然咯，董好看啊！國民黨愛保衛政權，民進黨愛贏盡民心，親民黨訴求經驗治國，雙黨候選人夢出馬個牛肉，用來回應對手嘅攻擊。而咱嘅政見各界用來看，有馬個關鍵問題愛問。
客家天师全场用客家本土口语总播。12月26、27正月初2下晝2點，請收聽客家天師。全國有名嘅新社花海福泉居民因為交通問題當上路徑，要強制外地的遊客不要開車直接上去，因為每年花海都塞車塞得蠻嚴重的。交通問題外解決之外，更加重要嘅係預算將觀光資源同菜體產業結合，觀光加上農業，所以講如何把它結合也係蠻重要嘅啦。12月27日禮拜下晝5點半，村民大會邀請鄉下來關心。因為安尼異鄉來的人啊，無了解移民嗰啲嘅法律，所以當初安尼種唔對，所以咧種嘅東西唔係講安尼上個種乜嘅就可以都可以得的，所以啊安尼無了事先了解來種，所以個困難，就是無法好講嘅。用心念念心，講講客家人。喂，我嘅行李箱已經俾人調包誒，乜買強用？唔過地保同事唔係捱嘅啊。阿公，你鬼路誒，就肯定係嘅生理啊！一種唔係點錢下來嘅事情，所有嘅生就談嘅事，談嘅事，人生就係旅行嘅生。阿公，我唔講這片面哦，我等你就談到一個細下子嘅講下，佢嘅生就從個旅行嘅生，有條心思小理，有條故事。嘅生就從喺旅行嘅生，唔過佢講下嘅時節，
嘅上地都行於種，不過要講唔錯喎，仲唔會講嘅笑容。原來，會面對未來，那些唔會講。對乜嘅事情，就可以好像一啲，就會發現一個世界有以後。行過我啲唔熟嘅地方，落個頭，發現你係一定站嘅做係，不過人很多耐，就做你感覺到全部靠用嘅溫暖快樂。人嘅時光，人嘅時光，人嘅想法，人嘅想法，人嘅電視台。我唔過係當初嘅啲，我也行李箱嘅忙，同樣係人一起。輕緣分啊！各位贵宾、各位贵宾、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转到现场，继续收看2016年总统大选总统候选人嘅第场电视评论。然後一下進行第三階段。第三階段係相互質問。相互質問嘅規則。宋楚瑜先生提問，朱立倫先生然蔡英文小姐回答。朱立倫先生提問，蔡英文小姐然宋楚瑜先生回答。蔡英文小姐提問，宋楚瑜先生然朱立倫先生分別回答。如此交互回答。按呢相互回答，總共有3輪。提問時間1分鐘，回答2分鐘。一下請宋楚瑜先生提問，時間1分鐘。兩位主席，總統最重要嘅責任就係用人。請教蔡主席，唔知民進黨執政8年過後，做乜嘅會輸睇政權？談係導火線，聽聽。喺下邊嘅加速，激到民進黨重要嘅人士本人起訴，然後文官看作盾嚟用，行政抵抗權。也就對文官政府嘅破壞，真係對憲政生態破壞，故所挨磨客起來問，唔係咪做得代表民進黨向國人揮示禮，看過去係實在為人受理，同樣嘅問題請教朱主席，頭8年馬總統本人批評啲經嘅地位前人。馬王真正副院長提名過後風波動土，指手畫腳，係希望不要到人來表演團結的氣勢。
请朱立伦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谢谢宋主席。希望宋主席宋不安尼喺宋国民党前批，仲係對前批係非常嘅尊敬嘅。來自嘅呢套嘅人都希望講最後在蔡英文中心思想底下能夠團結，大家唔好考慮個人，去考慮國家，考慮台灣。我也非常嘅同意宋主席而家所講嘅用人為才。不分黨派，呢一點從我過去擔任桃園院長到新北市市長，喺個團隊當中來自各方面各體，也從來冇考慮嘅黨派。公務員聽說愛尊重，結推做唔得啦。公務員當成係自家嘅籌碼，呢一點宋主席對民進黨執政8年嘅指教係深有同感。而事實上呢，團隊大家都可以到根本嘅所謂嘅民進黨已經係嚴派嘅線。大概有70多位嘅團隊，係蔡主席留3位台中所介紹嘅，但係當到人留宋主席強調深有同感。事實上呢，所以講呢，變團隊轉來咧，變團隊準備轉來咧，變團隊準備好咧，70位嘅當中，個體有半數以上都係變團隊嘅成員。蔡主席也從來冇拿你非實理，唔多但因為民進黨執政8年當中，其貪腐還有所造成嘅異黨國家嘅浪費，還有錯誤，係咪要大家來說明？公務員係愛尊重。做唔得，同唔同就只能公務員來罵佢，或者係講來自己公務員佢係屬於哪一個政黨嘅，係相信現在嘅公務員就係屬於國家嘅，唔好一到啱來罵公務員，公務員唔係所有都係支持國民黨嘅，但民進黨長期來係侮辱民進黨、羞辱民進公務員，尤其罵公務員一條嘅年金、退休金為樂。稍後來請蔡英文手機回答，時間2分鐘。希望宋主席嘅發問，係像宋主席講嘅係8年前嘅事情，我哋必須要講，喺8年前，你呢，喺26年前你提拔執政嘅時間，嗰兩時你確實係提拔執政，經驗冇聽錯唔拉充分，老文官體內呢，沒冇強勢兩種嘅經驗，強勢嘅經驗，嗰時嘅幾段期間，你呢當3忙，你呢沒當3忙嘅。嗱，你嘅文官嘅體內做一隻接軌嘅工作，冇聽錯你要做唔好嘅素材，不過經過嘅8年嘅檢討反省，我相信你咧13隻嘅執政嘅驗視團隊，無論係行政署長、老家嘅團隊、老文官，都相處到以後，同時。你呢？兩個前一階段嘅6隻執政嘅團隊，6隻驗視嘅執政團隊，每一擺嘅調查都係前幾名嘅，都係當優秀嘅團隊，從來唔係老文官有任何嘅問題，點都係朱主席你所主政嘅新北市，喺呢次嘅調查當中都係排名1名，喺呢測核實當中都係排名1名，甚至你係讓你講一件事情，朱主席你冇唔記得，你們係馬團隊嘅議員，喺馬團隊執政制度嘅貪腐嘅問題，冇尊重文官嘅問題，利用國家機器打壓整體嘅問題，可能比起你在執政嘅時間係還要超過嘅。故所以你啊，下呢扮起面孔來問你，在上一擺執政嘅事情，你敢要去檢討你在馬政府的執政嘅時間，用國家嘅機器來打擊對手，用國家嘅司法來打擊對手，有幾多嘅你嘅執政嘅兩個成員都俾你起訴，每每都俾先科無罪，佢哋嘅人生，佢哋啊人生都非常一般呢。你睇馬英九政府係咩非實力呢？人才係當不容易，係當珍貴嘅資產，除非咧執政嘅人才咁好呢。故所我相信，你呢新嘅團隊有新嘅人才嘅培育，係在當政策嘅團隊。接下請朱立倫先生提問，時間1分鐘。是無？看來蔡主席因為講，今天下嘅原來嘅變態處都係相當好嘅。蔡主席係想要了解人嘅政策，他呢佢經常講有2種不同嘅講法。人家講呢唔好用法律嘅言辭，係想你呢無像你嘅政策強調都係法律嘅言辭。你自家一面講用28%，用88%，你到太條街直接講，勞工嘅標價貼到咧，自由兩年係國民黨嘅主張，你到勞工嘅時節係民進黨係堅持自由兩年，而家講不依期有
去添加嘅时节，他咧有讲有无讲唔去添加，我是在谈唔是你嘅讲法。你说嘛，国民党卖台献祭时节，有会讲爱维持现状，你到底等维持时节，你讲佢嘅你嘅政治路线嘅继承人，他去一直你嘅时节，你有讲佢国民党嘅总统、国民党嘅政府抢高蔡主席，你喺立场都大一样嘅。像蔡英文手机回答时间2分钟。谢谢。什么主持人咩？什么朱主席投下嘅提问？我知道朱主席投下嘅提问嘅时间，自家先设定了问题，按样已经老爱听位之后让人问问题哈。实际上，我爱讲一下，你啊嘅18%嘅问题，我从来唔是批评过军公教，不过18%嘅问题，沙菲係有當到嘅聲音係冇錯嘅，因為嘅長久以來台灣沙菲知道冇公平嘅事情，不過呢條事情都係制度嘅問題，唔係人嘅問題。而你係講因為政府政黨冇記嘅話，任憑沙菲來對立衝突嘅，而你但係最大嘅罪人，故所以件事情最大而負起責任嘅就係政府，你係就係執政者，佢必須拿出方案來幫沙菲嘅衝突做得減少，幫問題做得解決，幫制度做得改進，呢一種係而你政見而面對嘅事情。竟然呢，佢係沒有28%，佢都唔係一個本人攻擊嘅事情。故所，我嗰啲相當簡單，你係看制度嘅問題，係政府嘅事情，係政黨嘅事情，係政治人物嘅事情，係政治兩統人嘅事情，唔係個人嘅事情。咁呢，國民黨長期以來用呢一隻嚟攻擊我知道係一隻黨冇公平嘅事情。至於講老太頭家所做嘅事情，我講過咧，佢係嘅實驗講唔錯，可能咩半嘅錯誤嘅報道，佢嗌到勞工之間嘅立場係長期一致嘅，而你老勞工係一直企到強下，民進黨嘅勞工嘅問題得從來就冇推縮過，咩冇不一致嘅情形。至於講去添加嘅事情，我哋其他工商團體啦，呢度嘅場合都是講過，我講嘅東西係黨一致嘅，點都係主主席。從頭為來時間呢，比較唔錯。有老幾呢，用錯誤嘅解釋嚟講，本身變成當初我哋從無強用，呢樣呢，得過去幾年喺國民黨青島直接用嘅數台，我話到呢，主席係新生台，應該唔會用呢一種數台，唔過你強用在做強用嘅事情。接着請。接下來請宋楚瑜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雖然家下係朱主席來問蔡主席，不過我知道一個問題，請推現一個體制，就係按照3就係這個選總統，做國家嘅領導人嘅責任上來係乜嘅？今日看得出來，個領導人嘅體制，佢就係唔單槍自家愛做到。自家做到要求當然，不過唔記得人責任有兩項輕重要嘅責任，就係對人嘅感到，對事情嘅對象。佢就係家講嘅，變政府會出問題，就係讓人去放縱，佢對事情冇對象。馬總統也幾年來作為強用嘅事情。其實係就係佢對事情冇好好對象。你看下今日按到嘅工廠，種產本大家要求。不過除咗制度當中去對象事情以外，還有啲人嘅當中，去做唔得本佢度，種佢度，係就係做唔得本認為自己係錯，表面係錯嘅結果，佢就係縱容貪污。比貪污還更嚴重。故所很辦係做國家領導人，係輕重要嘅去恢復，做一個領導人輕重要嘅責任，佢就係政治管3件事情，講一個政策方向，講一個資源分配嘅順序，輕重要係講用人，用親敵黨嘅人，同時督導嘅操守來執行我嘅政策。去用人哋有限嘅資源來提升人哋消除貧富差距，消除人哋社會無正義，更加重要嘅前瞻台灣嘅經濟發展嘅契機。本後生人有希望，我會好好去做好督導領導嘅工作。一下請蔡英文手機提問，時間1分鐘。謝謝。什麼主持人？一個領導人誠信、民主信仰。
还有两头的能力都同重要。朱主席讲了千多摆，要老新北市做好做难，不过还係出来选总统。那就像马总统讲的200人都无选，为咩还能选呢？朱主席身为党主席，采用无上专业的方式，然后党内用民主选举选出来的总统候选人问题，无上践踏了民主的机制，你不你想到马总统？朱主席两头的国民党4分5裂。而唱的曲案人，从头公开来自己党内无团结，团结一只党，也就係黨主席嘅責任啦。連黨都無法度團結，樣辦團結呢隻國家呢？如果撇清呢就有正義嘅風格，也正見以唱馬總統，唔知朱主席係咪同意？宋主席，你知道朱主席同馬主席嘅差別咁大咩？請宋楚瑜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承蒙蔡主席對我安好的機會，好好小佢兩下。講簡單呢，馬總統係講做來好，民調會單槍9趴咩？係講朱主席重新出來，兩頭國民黨得到大家嘅相信，會達到按辛苦咩？也就會說明，人哋根本要做一個國家嘅兩頭人，兩頭人嘅體質係乜嘅？佢必須要做得就態性，言出必行，言必信，信必果。承諾嘅事情聽出愛，然後承諾嘅事情做好。馬總統是承諾過人民嘅黨度政策，大拍講冇去對象。我做省長以來，大家去看，我大隻演示，我大件事情都有對象，唔係親民黨去對象，就好好來一條事情對象，徹底做好。也就係做埋我會做360擺直升機去對象所有嘅直升機去對象所有事情，我會做直升機，我唔會做直升機去對象同時做得好冇。唔過，我會做嘅係恢復人民對政府嘅信任，恢復人民對中華民國民主嘅價值嘅信任。係因33年，我33年希望去共同追求嘅目標，嘅就係基本去看到當道嘅人民對民進黨都冇放心，因為人家政策本來會俾其他人綁架嘛。古所長有名，不過我哋有看到國民黨承諾嘅事情做到咩不得不切，古所對國民黨冇滿意，執政古所要憂國，既然憂國憂民，就唔當先3號來救國救民。3號來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承蒙蔡主席、宋主席嘅指教。係講唔係愛成書，你係做好做唔慢嘅，平常本冇用路來酷索，但像一般人唔會出來參選，我也一直有影響。不過呢，黨係你係講民進黨執政嘅話，會留台灣帶向一個非常得人驚嘅境界。係講蔡主席你執政嘅話，會用台灣人民遇到嘅工作做唔好嘅、做唔慢嘅，兩個就應該做乜嘅選擇。記得有一擺，去淡水拜神嘅時節，有個阿媽老嚟講佢講咧，市長你一定要出來選總統。我講，我已經係承諾所有嘅新北市嘅市民。阿婆老嚟講，你乃冇出來，連天公伯也唔會原諒你。你愛為咗台灣，做唔得為咗自家，這段話讓我感到非常嘅感動。我記得當台灣遇到關鍵時刻，當民進黨當蔡主席，伊可能讓台灣帶入無法度風言嘅前面嘅時節，當然每日用無確定、無安全嘅、無穩定嘅政策嘅時節，你應該用個啥？你還愛重新嘅轉到過去對立嘅時節咩？兩岸對立、國際對立、國內政黨對立，民進黨一向嘅係用對立為名，點樣用對立嘅態度？過了2個半月，就講我準備好咧，只愛我執政，大家就做嚟團結。我一直講台灣係一個多元嘅社會，朱立倫係講當前唔愛一人當道、一派當道、一
党同土已經係大家做得合作，大家共下來協調，且對中地用台灣一人黨土，一派黨土。接下來進行第二輪嘅相互質問，回答嘅順序會留第一輪對調。一下請宋楚瑜先生提問，時間1分鐘。朱主席，郝柏村先生講，新黨真係正統嘅國民黨，故說配合本新黨，故說朱主席同意嗎？個請問，乜嘅真係正統嘅國民黨？廿多年國民黨嘅態度全部走到態度去，變做賣盤。國民黨終結到犧牲中小企業嘅利益，國民黨一路向財團行檢，唔講嘅係幾條嘛？同樣嘅問題請教蔡主席。2006年，民進黨全代會通過解散派內嘅建議文，不過今年嘅選舉當中，慢慢就看到看板按照硬派，請問係慢出一個男主一本呢？係為什麼民進黨青台派呢？民進黨一下咩出現像國民黨同樣，那就係地方諸侯加速政治嘅現象，一將要轉到變政府嘅時代。我說你知道，做得佢們係幾多嘛？我本佢哋綁架嘛，特別係兩萬問題當中，請蔡英文手機回答，時間2分鐘。我要謝謝。係什麼？宋主席嘅指教，每本係隻機會，做得來說明下民進黨兩下嘅情形。冇聽錯對我位嘅人啊，對民進黨較冇了解。不過，我咩老大家報告，係講民進黨係隻單一嘅派內嘅話，民進黨係嘅一言堂，民進黨係你想講嘅種種嘅意圖無強唔好嘅話，嘅台灣人民的過去兩長時間，因為宣稱民進黨呢？這兩個歷次嘅民調底下，你執政嘅演示嘅滿意度都係一個嘅，人民係信任民進黨，人民未係滿意民進黨嘅演示嘅表現嘅。你嘅國會、立委嘅表現，在各項嘅評鑑當中，咩都係挺好嘅。你係一隻動態嘅團隊，你有13隻演示嘅執政，你呢沒有你的國會力度相當優秀嘅立法委員，你更加有一隻動態嘅智庫，由各方嘅人才來支援你兩個需求。韓國重要嘅係，這兩幾年來，你參與台灣嘅社會，你結合了台灣社會百工百業。這兩擺嘅選舉當中，所有嘅百工百業都企出來，企喺我嘅身邊，因為佢哋知咧，你係知佢哋嘅困境，你未知佢哋嘅期待。故所，你老社會連結都非常嘅好，你唔會老社會脱節，你啲人民都係需要乜嘅，你啲人民嘅困境，仍然為佢哋需要，你老佢哋做乜嘅事情，你就係基本嘅民進黨，你係人民嘅政黨，你係老人民企到強下，所有嘅民進黨嘅黨工作都服從呢一條。而家講民進黨只會集派呢嘅法案承認，呢集派呢就係按到人民，你所有嘅人都只看人民，你做乜嘅，你就會去做乜嘅，你就會讓乜嘅，你都係成功企起來嘅原因。接下來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國民黨曾經韓國威權，基本上走向民主。國民黨有意圖嘅態度，意圖嘅前批，甚至包括蔡主席最近想來切割，有時間有非常尊崇嘅李登輝總統，但係當然包括宋主席。朱立倫一向認為，對於兩條嘅前國民黨嘅態度本尊重，本台灣嘅黨員聲音，不管係態度，其係年輕人，其係各個國嘅出權，都係本其保育。讓人爭作為成為國民黨最大嘅特色，你唔係排他性嘅政黨，根本嘅。即便佢過去係國民黨，根本嘅離開國民黨，但係還係尊重佢。選舉嘅時節係講，佢因為佢對你兩位有一條意見，我哋要去保養不同嘅意見和想法。呢張係你應該有嘅國民黨嘅，還有台灣。朱立倫一直認為，你為政包括兩岸關係，一定要公開透明、機制化。從那個過程當中，不容許任何嘅。創傷，包括兩岸關係
两岸嘅和平。今年5月，宋主席看到嚟到泰國去訪問，泰國開創了所有嘅歷次嘅，包括國民黨主席、親民黨主席，萬最少嘅人最少嘅係7家拿錢去拿行李，大家做拍攝。 我哋希望講未來一切嘅為民民、為台灣人民，當然我也強調，蔡主席佢講嘅民進黨只有嘅派內就係人民，所以特別都講，大家都係以人民嘅意見為意見，大家都係以人民嘅想法、所謂來尋共識。台灣基本嘅愛選嘅係選兩種人，唔係愛選一切看民意，一切看民意嘅話。 將來呢，係嘗試而唔會係嘅最後嘅兩種人，一定要有自己嘅想法，讓人民國台灣何去何從。接下請朱立倫先生提問，時間1分鐘。接下來我來審判嘅請教蔡主席嘅問題。 兩個問題，蔡主席，你是準備你的團一道，你喺幕僚已經讓你準備一道嘅神恢復嘅美麗嘅文詞、法律嘅詞作，而且係相當好嘅故事。唔過我問嘅係兩個題目係講係對台灣特重要咧。另外都係美國訪問時間，也愛問我有冇唔做答案，就係台灣嘅人民需要明確嘅答案。我記得大家嘅關心，請問蔡主席，你到底接受唔接受9·2共識？因為你家下講。 在回答嘅時間，回答半日，包括9·2回答有兩個事實講半日，係老人講蔡主席，係政治談唔實，台灣人也談唔實，國際也談唔實。請問蔡主席，你到底簡單老人就講係接受還係唔接受？蔡主席，你係講係模糊嘅吧？模糊，台灣前途都係模糊。我強調宋主席，你對9·2共識嘅看法。 請宋楚瑜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非常謝謝。非常承蒙朱主席家下提嘅問題。我剛剛在家下啲開場嘅時間就特別強調，就係9·2共識，事實上唔係嘅文件，事實上係嘅樣是兩岸向下期盼嘅一個相互嘅諒解。係啦，顧政府先生佢講過話過後。 佢睇到嗰個轉來，佢就講係講兩岸之間，大家有隻諒解，唔係文件。不過一個文件，然後一個望到文件嘅共識嘅前提係乜嘅？就係中華民國存在嘅事實。係講冇中華民國存在。 讓我有可能係有所謂嘅國標，那就係人哋看到嘅，唔單止係9·2共識也好，按照嘅馬西菲也好，就啲行向一隻之前宋楚瑜提出來嘅雙方就愛啲歷史當中來簽署一隻共同點，兩岸嘅和平，用務實嘅態度，故所係提出9·2共識，然後兩岸基本嘅親泰公約書。 第一，尊重中華民國存在嘅事實；第二，係尊重台灣人當家作主嘅權利；第三，係維護台灣自由民主嘅制度。唔過，人哋希望兩方面做得相互合作，兩岸一家親，共保永世的和平，永世和平能夠互補互利，本大家互補互利，合則兩利，兩利在和，兩利則合。 列在合，先從有嘅對岸沒有了解，而兩相情願，關心嘅唔單槍台灣嘅，更加關心台灣人嘅想法，嘅未來嘅希望。再來請蔡英文小姐回答，時間2分鐘。謝謝主持人，沒什麼朱主席提下嘅問題。有一句話講，裝睡的人是永遠叫不醒的。 裝睡嘅人係永遠係唔正嘅。喺咁嘅情形下，我對9·2共識嘅講法，其實我都已經講到唔清楚咧。從到美國 CSIS 嘅演講，還有一路以來，我嘅講法都係同樣嘅，未講清楚。也就係講，喺現下中華民國嘅體制之下，遵循民意，做得
以依照法律，同时遵循呢個民主體制來推動兩岸關係。同時，過去20年來嘅累積嘅成果，咪係你將來來處理兩岸關係嘅基礎。呢個東西敢講冇清楚咩？92年我咪講過，喺發生兩岸嘅呢個會談，我哋會談嘅精神，就係宋主席所講嘅，希望你彼此嘅互相諒解，做得呢求同存異，把兩岸關係做得繼續向前。呢個冇清楚咩？只係當時這個事情，那個嘗試，然後下用嘅名詞，92年並冇92強勢，92強勢係得2000年然後做出來嘅名詞，那個名詞是用讓一個解釋嘅問題，你大家都做得坐下來講，我嘅態度咁冇清楚咩？我呢已經講按多擺咧，我仲係講一擺，仲衰嘅人。加稅務嘅人係唔像嘅，我未去過美國，你看個人我未去看過咧。記得喺我對解釋之後，記得咩當了解咧，記得咩當關心兩岸關係，咩當希望你繼續，然後記得保持聯絡、保持溝通，咩希望兩岸之間做得保持溝通，咩做得希望台灣做得朝野有共識，呢係大家共同嘅想法，你都會去做兩岸關係嘅處理，唔係只有過去，唔係呢下，還有未來當長嘅熱參時間，只要你大家才記着有誠意溝通嘅那個態度，我相信兩岸關係係做得維持穩定嘅。92強勢咩唯一嘅選擇，92強勢係一個選項，唔過佢咩唯一嘅選項，係講你只想按樣講嘅話嘅政見簽唔到好。一下請蔡英文收集提問，時間1分鐘。朱主席，外國回到兩岸嘅問題上，5月到中國提出兩岸同屬一種嘅立場，當時不論點樣講，議論就係講唔好，連陸委會嘅下主委都講唔得當。還有馮副院長講，你們支持一種統表，你們從來唔是否認講，你嘅兩岸立場係違背你嘅兩岸嘅嚴肅違背台灣民意嘅主流。你看到馬總統執政嘅呢幾年，兩岸關係國強化、賣盤化、無償化，以至於爆發了熱頭化嘅效應。朱主席，你提講人民動腦按樣嘅兩岸權貴走嚟走去沒有實力嘅那種情形，故所你都嚴厲嘅批評馬總統分批扭曲，還有鐵拳嚴厲，你國民黨天朝一檢討，你調下唔做黨主席1年，咁改變呢個情形，國民黨沒冇反響，唔用扮演本人民相信，而今日嘅兩岸關係唔會係複製了馬總統嘅實派經驗權規化嘅問題呢？宋主席有冇個評論？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蔡主席，我當清楚嘅，在前一個天師。政見非常嚴格咧，冇斷章取義，兩岸關係斷章取義係非常危險嘅。國民黨立場就會一定要堅持92強勢一種國標，呢係我哋嘅立場，從來冇改變過。馮副院長也支持呢種嘅主張，但係我倒係認為蔡主席你一直批評兩岸關係廿幾年都係潛規，我係強調有幾多嘅過路。幾多嘅誤路，包括你5面看到屏東嘅過路，龍淡失敗，台南嘅失夢，還有沙家，還有南一扎，鳳梨樹一扎，還有當道嘅中小企業，大家都會享受到兩岸關係廿幾年進展嘅結果。不過，我也特別嘅愛請問蔡主席，提醒蔡主席。你係沒有看到今年你到台東嘅時節，個人對你嘅一個疑慮，結果佢等於最擔心嘅，就係蔡英文。你係為乜嘅呢？為乜嘅按道嘅個人，按道嘅五面，按道嘅中小企業，按道嘅年輕朋友擔心呢件事情，而92強勢而家講半日，簡單來講，就會冇答案。在全球強勢，看人民樣嚟看，看未來樣嚟看。你基本上愛選嘅係國家嘅領導人，你唔愛選一個大家來全球強勢，然後大家樣嚟看大家未來樣嚟看嘅人。蔡主席，你唔記台灣人民相當記，你冇擔心台灣人民相當擔心，尤其係遇到人擔心哪個高質樣嘅啥。牙嘅咩哋嘅唔明樣嘅實，要遇到中小企業嘅產品，將來樣嘅實。稍後來請宋楚瑜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其實，到今日啲電視台前嘅觀眾
23年就讲清楚，两岸的关系，台湾无去冲对岸的本钱，对岸也没办法让台湾人的心让实在同意。故说事实上，韩系嘅两件事，务实，嘅就是本人哋务实用时间来揾两岸合作嘅空间，用时间来揾两岸相互谅解嘅还有了解嘅空间。更加重要嘅係用時間來擴大兩岸合作、相互交流嘅空間。故所第一個地方，同時要去強調，嘅就係134第一共同嘅了解。兩岸嘅問題事實上大家就了解，雖然真都冇共樣，意見冇共樣。唔過，不管哪3人當選，都會要求佢就係要有參與，做唔得單一政黨，咪做唔得像單一哪3啲嘅主頭。更加要緊呢，係過程地度要透明化，做唔得互相專業，要本人民了解到有一條安排冇，也係千重要嘅，係一個結果應該受到監督。故所參與透明嘅監督，係親民黨一貫嘅主張，咪係宋楚瑜啲親民黨啲2000年過後成立過後，啲國會提出嘅主張。故所事實上，呢種我哋當年啲嘅變，我講起來，實掌握台灣嘅優勢，台灣地理優勢、人文優勢，還有民族嘅優勢。還有你去到對岸發揮政治上嘅公幹，韓國我哋咩大學防火牆，相互合作，大家共創未來。也進行第3輪嘅高夫質問回答嘅時間，然後第2輪共樣。首先請宋楚瑜先生提問，時間1分鐘。我們3個人我哋3就第參選，希望成為未來中華民國的總統。做未來嘅總統係3軍的統帥。根據瑞士銀行嘅報告，就國家常規嘅戰力來講，全世界最強嘅係美國第1。俄羅斯第2，中國第3，台灣排第13。請問蔡主席，因為一下台灣啲軍備當項向美國嘅一條採購，尤其係啲協助民進黨陳水扁嘅時代，2005年提出來嘅6000億嘅新台幣，唔知道嗰樣是採購嘅內容滿意冇？贊成嗰樣是應買一條記得幹冇？咁樣主席，唔知道一條東西就係人哋愛嘅，還係還有其他冇咁嘅意見？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希望宋主席嘅指教，國防係大家全面嘅國防，國防包含了科技。包含武器，包含人力。朱立倫在前一個政見發表會當中，非常清楚嘅來主張，你愛實施全部並施，愛落實用古專案，你當然也就主要科技建軍，用兵員作為降到18萬，大幅度嘅提高你所有募兵嘅薪水，讓從軍人更加有尊嚴。而今年反倒係民進黨公布嘅徵兵民調。佢講，執政之後要重新嘅檢討兵役制度，後來看苗條唔對，蔡主席又講要恢復全募兵制，唔對，蔡主席而嘅半徵兵制係乜嘅事？而到達一陣幾多兵，未來台灣好起好潮，但係老年嘅兩岸關係，未來嘅建築係有密切關係嘅。喺美國訪問嘅時節，也特別嘅提到。未來兩岸關係嘅問題，唔但代表冇嘅自家，冇代表冇自家軍隊，冇代表做咩研究自家嘅武器，賣武器，一定係雙方協調嘅。畢竟美方只有佢嘅立場，有嘅堅持，大家協調之後所需要嘅武器。就愛來本年嘅來買得，當然我完全冇贊同宋楚瑜所講嘅，那個美方一定要俾你當然就愛堅持你嘅立場，你也愛
当清楚嘅，到底是要用乜嘢嘅武器，係依來需求，今年我嘅唔係我傳統嘅，我要需要科技戰略嘅，係相信當到係軟體嘅，而國內嘅設計做嚟生產嘅，包括機械、電子，喺你當到嘅生意上面，共合作，用嘅翻嚟一方面國內嘅生產，一方面國外採購，尤其係軟體現代化嘅科技健全。接着請。稍後來請蔡英文手機回答，時間2分鐘。謝謝主持人。主持人為什麼宋主席嘅問題？國防確實係台灣呢一個當重要嘅政策領域。嘅呢，你面對嘅係有動態嘅一個外部嘅壓力，咪確實冇錯。唔過呢，因為你國家特殊嘅處境，得拿到武器彈背，長頭會有困難。故所得每一擺嘅採購當中，唔單像係你內部對你嘅整體國防嘅一個補強，對你國防嘅策略，韓國你國家安全嘅整體嘅規劃，其實呢度都應該係你對外採購嘅重要嘅指導原則。係講你對國防安全，對呢個政規章、軍事武力某一個完整嘅策略嘅話，嘅你語言的採購當都會有冇共用嘅意見。故所我咪講呢，你為得就執政以後最短時間提出你國家整體嘅就國防嘅戰略啦、安全嘅戰略。在呢個戰略之下，你為了你友邦，向下來討論，你需要買哪條嘅軍備嘅韓國同時，我咪講呢，你必須要開拓你嘅國防嘅產業，不然你做得對兩位自主生產嘅你盡量對自家來生產。一方面呢，做得增加你國防嘅自主性；另一方面，咪做得為你嘅一個民間嘅科技、兩條事業，做得利用國防產業來發展出來嘅那個科技啊，你咪做得來整合國防啦、民間嘅資源，向下來為你台灣整體嘅科技，無論係民用也係軍用，都做得有輕價嘅提升。故所，呢係一個國家整體戰略嘅問題，咪係國家整體力量嘅整合嘅問題。嘅呢，將來你不論係得人員，或者係得科技，你都會行向那個軍用啦、民用合併整合來思考。也下請朱立倫先生提問，時間1分鐘。蔡主席，最近呢，社會有關心與老年嘅家人有關土地買賣嘅問題。你嘅發言人講，你第一筆嘅土地係賺4000萬，第二筆係賺2000萬，你加速，第三筆係賺了4億，第四筆係只賺8億。以上都係你嘅發言人，還有人歷史回答嘅說明嘅，也冇包括你嘅加速，包括可以把握數十億嘅土地樓房屋。唔過你今年3月2號嘅時間講呢，台灣總理表演無止境嘅房地產嘅操作，會造成庶民階級向年強嘅負擔。而今年5月、9月5號又講呢，投機操作唔係按你愛行嘅路，又係咪蔡英文嘅風格？蔡主席，大家今日最關心嘅就講最基礎正義。唔過，你愛同時問蔡主席，你認為怎樣嘅來遏制那個囤積土地、操作土地、維護基礎正義，係年輕人關心嘅問題，也同樣嘅問題來請教宋主席。請蔡英文手機回答，時間2分鐘。謝謝主持人。什麼主持人為什麼朱立倫主席嘅提問？呢個問題呢，在過去一長時間，朱主席嘅兩位大將的用模式菜嘅一個書記，甚至用誇張嘅手法來講，我嘅加速，一個土地嘅問題，我老朱主席來報告，你所有嘅事情，我都會清清楚楚嘅交代，每件事情，你都清清楚楚有交代。呢度呢，都係我把嘅隻時代。記得拍數起家，從做武術開始，對幾隻時代嘅台灣人，確實係大家當辛苦來賺一些錢，就得希望去買啲土地，來做一隻理財，也都係你當規矩嘅、清清拍拍嘅所做嘅理財啦投資。唔過，我見到老你嘅朱立倫主席講，我嘅家族冇人強徵出喺我以外，我嘅呢個家族老土地冇關聯。唔過見到人家族，還有你自家，還有政商關係，然後你嘅政治嘅職位，其實都係老咧土地。
体都有关联。外界嘅争议嘅程度，你呢都完全唔插嘅，只係看到你嘅兩個台中嘅後輩，更加重要嘅，我都已經公開說明我嘅財產嘅情形。唔過你一次嘅產品，你們一次無法度講清楚你嘅經費嘅來源啦支出。更加重要嘅係，你的新北市長嘅時間，你不用出當道嘅私有土地去到財台，向下去做都市更新，向下做聯合開發，你連審計部都嚟講人家條政策去炒作了新北市嘅物價，喺新北市嘅物價呢，要變到按國嘅原因之一，主是真見炒作了條房市，本嚟嘅高物價發生嘅問題，其實係政策，係這種權利嘅人，你就係按嘅人。接下來請宋翠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知道家下蔡主席親密嘅計劃，正係政見根本日第二辯論討論嘅重點。乜嘅係政策？能係咪做得本土地凊彩而家？本一度人炒作，本人民受害。坦白講，佢兩沙講嘅問題，就係研究宋楚瑜唔係咩啲一擺選舉當中。本邊緣化嘅，因為我冇炒作土地，一個係軍策，一個係民策。我想想這些東西，想想呢啲東西，就會本大家知道，政治冇上就會有錢人搞嘅係，一條老百姓去過剩繁忙，你看下米河斯，然後佢哋會一生人嘅錢，去相信政府。各位去買一個出策，因為佢哋會付嘅許多非洲嘅地方也好，許多米河也好，米河是喺政府用搶嘅方式，用當便宜嘅價勢，然後人民嘅土地徵收，各位變更加使用非洲國策係人民拿錢去買許多嘅地方，許多非通嘅沙灘當行。人哋就看到嘅，人哋將來嘅責任，佢就係做唔得本一條虛假歸公嘅世界，冇一個遵守孫中山先生嘅三民主義嘅基本原則，也就係我做乜嘅對國民黨有安泰嘅很多嘅心情。冇另外一方面，台灣就係按有限嘅土地，唔過後生嘅人。所能用嘅曬，故所我根本嘅第一開始嘅時間就提出來，將來按樣嘅解決，用人道嘅救災情嘅方式，為大家尋找希望。以下請蔡英文手機提問，時間1分鐘。朱主席對自家嘅施政成績以3批，唔過施政好唔好，要問市民就啲咧。唔過唔嘅就上成績以好，唔過。而家就上成績其實係太子，你民進黨嘅那個兩所批評嘅兩手上線呢，你對個天子場嘅實場，而到了新北市以後，唔嘅施政滿意度係6度嘅本位面，唔講用人不義，唔嘅首先嘅副數，你去之間你係叫合議出錯嘅問題嚟做講攏嘅，而家3反3線通過嘅次數當多，唔過政見呢填充嘅當有限，唔過一個3批出錯，唔過當要依度嘅地方，唔過冇地方嚟去3批注冊，唔過當到基本那個財團去都市更新，然後新北市當到嘅同工都係那個事情，處理災難啊，處理意外係合乎市長嘅事情。請問朱主席，市長呢，你以前做官，唔過人民困難時間，你看到副市長嘅後輩按嘅滿意度敢會講呢？宋主席，你嘅評論係樣辦？請宋楚瑜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特別講，家蔡主席特別提到講。唔單止係人哋朱主席是講到佢做得去走上，佢就係所有嘅中央嘅地方嘅權限，可能佢兩沙就係講唔清楚嘅話，人哋嘅市長冇人真正去做好，從大陸嘅嗰條地方官員咧，嗰條人講嘅走上嘅工作，佢哋做得承諾唔是衰，做得提供。當地嘅物價，你講按你去做，做到越多，甚至越好。本人關嘅時間越久越長。用嚟講咯，
因为土地他人，中华民国嘅宪法无本地方政府安排嘅权限，故所将来对地方政府所滥用嘅本其适当嘅权限，本其做得发挥用地方自治应该有嘅功能，也正系人哋正定基本呢啲辩论未来。我做总统过后，我会推动宪政改革，然后中央政府、然后地方政府嘅权限，就像家下一条部分好好修正。唔但像安尼，也系地方政府有当多事情系无权又无钱，还卡无实批。故所对一条中央、地方政府权限嘅问题，我知道我要全面来检讨行政改革，还有政府再错土地嘅问题也好，国土嘅重建也好，政府嘅再错也好，都属于未来台湾啲安泰嘅变化当中，可以牵出来中央信来改革嘛嘅地方做得改嘛嘅，同时让嘅变做一个盘嘅关系，唔系对立嘅关系，真做得真正侵占一个民主制度嘅精神。接着请朱立伦先生。稍后来请朱立伦先生回答2分钟。朱立伦每年都申报财产，每年财产变通媒体一定会除了社会大众一定有意见，都会重复嘅说明。16年以来始终如一，无像蔡主席离开公职安多年，大家当然当好奇加同行一样嘅变通嘅。你就上提名，当然宋主席佢讲嘅冇唔错，你老太了冇重要，但係你用扮演片面，尤其啲經驗，或者新北市帶領中小企業去行出去，同時呢，讓國際嘅廠商行起來，讓呢嘅呢度嘅中小企業做得全山成績，再得到中央提名嘅名譽，你做唔嚟行？你個兩手上升，也做咩行？你個五體成員，民生上面天天，你愛要策略產業，你也愛要照顧中小企業，因為佢台灣嘅台灣嘅本3版3線都已經在進行，就蔡主席冇看到，記得人係經濟嘅時節，人特別嘅強調3版3線係買唔起嘅太路牌，係使唔起太牛排，你新莊線已經全線通殺，機場車邊線在最呢啲台通殺，林埔線已經通殺，你繁昌線、萬泰線、淡水線已經在興建當中，當然還有你嘅三線線，還有嘅安康線最近也通過，也都要都係你主要嘅在建設，係你冇看到嘅地方，當然蔡主席你看唔到。你新北市得到312項嘅全國提名，85項嘅得到創新，我一再強調，你唔係朱立倫嘅講語，你係全體市民嘅講語。你每日才做，每日才批評，每日才記冊，每日才講冊，你最兩啥最大嘅不同。第三階段都要結束，一下進行。今日辯論嘅前面就階段結論，每位候選人都有5分鐘嘅時間，就辯論規則，先申論嘅後結論。一下請蔡英文小姐開始結論，時間5分鐘。謝謝主持人。上主持人、朱主席、宋主席、現場嘅來賓，還有電視機台前嘅觀眾同胞。禮拜我嘅競選團隊嘅主任委員係陳曲市長，你都很記曲子，佢哋下就坐到台下。每年到事件嘅時節，基本國民黨昨天有可能本人判死刑，嘅兩時，獄方嗰邊愛佢寫下遺書。佢想啊想，唔知愛留遺書寫本乜啥？本門佢寫了一封信本台灣人民，然後大家講，樣辦佢幾隻時台人愛為台灣嘅民主來奮鬥。曲子嘅封信所講到嘅理想，前度已經實現咧。在呢位我向曲子和所有民主嘅前輩，特別係兩時嘅台灣人民講一聲什麼？謝謝你們當年的勇氣。什麼到當年嘅勇氣？本年兩下三殺做得祈禱兩位向台灣人民來報告，你對兩隻國家未來嘅願景。
唔過，我唔會生活得過去，因為我哋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哋從呢下開始，讓呢個國家團結起來嘅任務，就係我要做嘅事情。團結呢個國家，我要做四件事情。第一，民主，我要強化民主嘅機制，化解無平庸意見、老衝突，把每一個人嘅意見都做得本人表態、本人尊重。第二個係真相，我要真相意義嘅釐清，把無分族群嘅受害者、新冠當中嘅傷痕做得扶平。第三，公平，我要把過去本人虧欠、受到虧欠嘅人，比如講你年出面朋友，重新來相信兩個社會，重新相信公平正義。第四，我要建立對國家共同嘅經營感。唔管係你到哪邊來，台灣就係你本每個家。我唔會只帶領一般嘅人向前行，我帶領呢個國家全體嘅人民向下邁行向未來。我相信，當你團結到向下嘅時節，台灣就會開始改變。每年嘅1月16號，明年1月16號係決定台灣未來關鍵嘅時刻。你唔單止選出新總統，你還選出一個新嘅國會。新國會就係真正屬於人民嘅國會，新國會係本進步嘅力量，做得推動改革嘅國會。請本國民黨一隻機會下台來反省，請本民進黨一隻機會，本進步嘅力量做得過半，本你來證明立法院做得無窮用，做得為了一個國家來改變，來做出貢獻，而你唔會。未來嘅新政府聽出係無分黨派嘅，將那所有改革嘅力量，我承諾所有新政府嘅人士，要幫台灣人民來有新嘅看法。未來呢個國家，我知道我絕對會組成一個最堅強嘅團隊。親愛嘅台灣人民，過去嘅8年，國民黨嘅錯誤我都看到咧，我唔會過做強讓嘅唔錯嘅事情。香港係當選總統，我係一個最會溝通嘅總統。任何衝突嘅決策，我會攞社會來溝通，我會攞產業嘅人來溝通。嚟過程公開透明，絕對唔會係互相。我係一個最有誠信嘅總統，我講到就一定會做到。我唔會開空頭嘅支票，我係會一個最有魄力嘅總統。我哋講改革必須要等我人類來推動。唔管有幾困難，我會展現我嘅執行力，本台灣呢完全冇強讓，變個新嘅強讓。在片內嘅本尾，我利用呢個機會，過一拜嘅什麼所有的4年前老票投本我嘅人，特別係後生嘅朋友，我講過，我拼命咩老各位嘅物資轉換成收入，為了你哋廿幾年來，我從來都唔識。來表送過，肯定我什麼兩4年前冇投票本我嘅人，因為唔到你下睇到兩位嘅蔡英文準備到還卡充分個卡真實的，你都提醒我兩頭兩個國家必須要經過還加艱難嘅考驗。兩4年來，我一直當善忙，希望大家做得看到我嘅誠意，還有我想要改變兩個國家嘅決心。我相信。只要有決心，要改變兩個國家，而你聽錯會做得到。有一日，台灣嘅人，兩3件事，為得了而你哋台人嘅曙光，重新恢復自信、老驕傲，什麼大家？接下來請朱立倫先生做結論，時間5分鐘。謝謝主持人。什麼主持人？蔡主席、宋主席，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台灣社會需要態度發布嘅改革，朱立倫根本提出嘅戰略3策，這其中嘅部分，未來呢還會提出在各式嘅辯論會當中、政見會當中提出更加多解決台灣問題嘅，也有所有嘅最好嘅政策。蔡主席佢加講用一篇非常華麗嘅文詞並茂嘅一個發言，我同蔡主席講，人民愛嘅唔係愛好嘅文章，人民愛嘅係唔係空話，人民做唔得其他台灣工作，做唔得在內河。你經常講。嗰幾改革，但係事實做未檢驗，包括我家講嘅對軍工教，民進黨一直罵
18%无公无义，他的自家量18%，年轻的改革，年轻改革，全部总统候选人，老宋主席让来乡下参加座谈会的时节，讲得相当清楚，要花4到5年，将做得提出方案。你在前一个，你提议就做得，但係答案要4年到5年，將有答案。我唔知你講係咩？到時節權公告，要繼續奔赴要到下一擺嘅總統大選。你愛勞工票嘅時節，當然講勞工是要到標價，但係讀到太條街嘅時節，你講咧勞工嘅價太多咧，居住正義、土地正義，你係你嘅講嘅話，但係當大家問到你有冇解土地嘅時節，係像蔡主席，你唔是轉移話題來攻擊別人。民進黨過去嘅8年所做嘅就會破壞嘅台灣嘅團結。蔡主席你講要團結台灣，所謂團結台灣，就讓大家看到民進黨不斷嘅暴力比較，唔斷嘅霸佔主席台，唔斷嘅攻擊。你講這兩個方式，就會民進黨嘅團結就會就民進黨執政嘅時節，才有團結嘅話，其他政黨執政嘅時節就冇團結，只有暴力，只有對抗。民進黨因為都按馬總統兩岸係互相親中賣台，唔過你今日愛企在所謂嘅維持現狀嘅基礎上，你講你唔可以挑釁，唔可以有意外。蔡主席係基本嘅用2分鐘嘅專門來每日嘅愛承認叫你講什麼，係你冇答案，係你恐懼嘅、模糊嘅、冇答案嘅。而且民進黨嘅台獨黨講係相信，日日係所有台灣人民最大嘅利益。蔡主席其實嚟看從頭到尾，你也冇愛年輕改革，你也冇需要勞工嘅權益，也冇愛基礎正義，也冇國會改革，也冇團結台灣。這寫一篇相當好嘅文章，最終嘅目的就係講愛贏得政協、爭取選票、贏得總統大選。台灣面臨困境，總得永久係只愛開國事會議，愛成立小組，愛尋求共識，愛加強溝通。蔡主席，你再算一算，你講過愛成立幾多嘅小組，幾多嘅溝通，幾多嘅國事會議，幾多嘅所謂嘅尋求共識，昂然嘅台灣，係咪在空上嘅台灣之外，在浪費下去，台灣冇未來。請你比較一下，你4年前所提出嘅政見，到底有幾多？到今日全部冇講咧，因為發現講根本做唔到。朱立倫係上下狀態嘅聲音咧，係非常嘅感謝我上一台，我係有機會行出來，我也非常感恩所有聽書我嘅人。台灣嘅下一代一定會更加好，係對台灣嘅下一代非常有信心，佢哋一定會超越你。重點係講，你要做佢哋最堅實嘅後盾，要俾佢哋人信心，唔好唱衰台灣。你要更加重要嘅係希望講，所有嘅年輕人要為咗更加好，為咗下家業，你係你嘅職業，你係你嘅承諾，係經常講咧。台灣係一個自由一國，我陰頭咧也只有一個，你當然要天出要團結起來，共同努力，潛在那繼續溫暖復興，充滿正面能量嘅台灣，讓你共下為台灣加油，還台灣，台灣就會力量，希望大家，希望大家，希望大家。最後請勉強宋翠先生做結論，時間5分鐘。家下兩位都提到嘅，台灣需要改變。處於呢一擺嘅選舉嘅主促，用嘅兩隻概念，一隻就會改變對自家做事事。第二個，我嘅 logo 係一個方嘅，一個圓嘅，方嘅。係田園地方，但三人就有對佢想法、佢堅持佢立場。園呢係相互包容，然後方然後園合向下，竟然會變做一隻台灣，那就表示人哋真正應該要留台灣無咁樣嘅意見整合起來。剛開始嘅時節，蔡主席特別提到陳菊市長。佢對台灣嘅民主嘅貢獻，民進黨確實對台灣嘅民主
是有个贡献，唔过国民党马上就冇贡献係。國民黨對台灣嘅經濟發展、對台灣嘅教育普及沒有嘅貢獻，故所兩隻黨都有貢獻。故所其實人哋喺到台灣呢3年唔係絕對有貢獻呢。我經過廿40年，用8個字來形容，佢就係行出戒嚴，行入民主。我是對所有嘅一條事情，我唔單槍講頭擺，還係講未來。我見證過啲台灣嘅3個時代，阿爸嘅時代係戰亂嘅時代，我嘅時代係台灣經濟起飛嘅時代。唔過我關心嘅係下一個時代，沙係啲嘅片無間無實，將來未來會變樣嘅。所以因此，故所未來，人都真正看到阿爸戰亂的時代，阿爸啲嗌阿公10歲時節，阿爸啲10歲時節，阿公就過身咧，我阿婆、大爺、我嘅阿姑、我阿爸、兩個阿叔，32歲就數掛，阿爸。我到邊樣去做3等兵，故所我冇像佢哋講嘅加速嗰種心情，感受到佢就係真見阿爸教本藝嘅，佢就係愛奮鬥，愛好好一陣爽遊，也就係台灣等一下嘅地方啊！你肯上忙就有前途。台灣真見事業會係關心下一代，大白講。今日政府家下就像朱主席所講嘅，要改革當難嘅，改革要打2片嘅戰爭，有人嫌急，有人嫌慢，要技巧，要有經驗，要有智慧，要有領導力。人哋看到一條時間內，台灣真正貢獻呢個實體，佢就係對嗰條苦難嘅人民冇好好照顧到，真正係一種嗰種罪啊！我身上帶嘅一隻相片，一個我相信陳橋吳氏天朝會屬師，也係莊珠玉老公嘅本樣，當日賣400元嘅吃素餐，分大家食得飽。不過我做了大家講，佢賣咗50年，搶數400元。那就說明，根本你台灣還有咁多人生活當艱苦，你下一個時代唔好再過安尼苦下去。我當選過後，我請台灣銀行催長員講嘅，當行就係阿婆嘅相片，阮台灣人永久記得台灣人係善良嘅。台灣人係行過窮苦嘅頭擺嘅，台灣人做唔得半下一代再過第二件苦下去，人哋要加油啊！人哋要半自由民主嘅制度，本台灣做得過下去。人哋看到兩岸個70歲人鄧小平改變態度，蔣經國先生改變台灣。我70歲做乜嘅唔放棄理想，佢就係人哋要重新佔盡台灣嘅驕傲，請大家本送出一個機會，本為大家好好服務。對。3個總統候選人，5個提問人，6位貴賓，還有各位觀眾朋友。2016年台選總統候選人第一場電視辯論會到也圓滿結束。主辦單位過一拜感謝3位候選人蔡英文小姐、朱立倫先生、宋楚瑜先生，還有所有在場貴賓嘅共下參加。我哋祝福台灣看到更加好嘅未來，希望大家再會。國民黨愛保衛政權。
民进党爱扬州民心，亲民党诉求经验治国。上党候选人问出马嘅牛肉用嚟回应对数据攻击，而咱嘅政见各家用嚟看有马嘅关键问题爱问。客家电视全场用客话公布口语总播。12月26、27正月初2下晝2點，請收聽客家電視。你的施工，你的宪法，你的电视台，客家电视。全國有名嘅線下花海富權居民因為交通問題當上路徑，要強制外地的遊客不要開車直接上去，因為每年花海都塞車塞得蠻嚴重的。交通問題外解決之外，更加重要嘅係預算將觀光資源同採體產業結合，觀光加上農業，所以講如何把它結合也係蠻重要嘅啦。12月27日禮拜下晝5點半，村民大會有請鄉下來關心。將更厲害！做乜咁等？又愛中獎啊！以為哦，今天是禮拜天啊！禮拜日下午6點半有最好看的熱頭下熱公公。累，哎，你沒粉絲哦？當然咯，懂好看啊！太怪語，杜quyết quyết，好唱歌，好講話，好講乜解話，呱呱呱呱呱。你都合法，就台灣可能講話吼，處理喺大學開始要發，感覺講合法吼輕鬆嘅。紐西蘭嘅結果吼，佢輕鬆時，你係冇從老文化，所以你客家人穿保持你這個客家文化，佢就是講真驕傲了。用心年心，講客家人。勇敢做錯嘅事情，嚴其危險，絕對保密。愛幸福，嚴其危險，大家有責任。貪污、腐敗都係因為危險引起嘅。朋友，向下嚴其危險，愛幸福，嚴其危險，大家有責任。下收養嘅係客家電視。歡迎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總統台前評論特別節目，從呢日開始晚間7點中國時間為大家繞長到了解國內第一名嘅政治學者，全場用行業的分析，基本你看到兩種評論的內容。而且我們小界同嘅做書片呢係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的江明少江院長，院長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什麼院長來到節目現場，各位大家小界，也就是台北醫學大學嘅莊貴沙莊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什麼兩屆教授吼，你從2點一近看到你下，提前啊，我不免說問一下，你從下來看2-3個年表現，整體來看，喺講本身嘅候選人佢哋嘅表現係大下分數，唔知兩屆教授有冇看？我差唔多咁教授講總數差唔多85分。
啊，嗰日蔡英文同樣朱立倫差不多做80分。哎呦，你还理以为嘛？点都送出去个人按到咧？也就是讲，因为佢送出去佢看無安尼表，做先前的安尼顯示的個安尼利害關係哈，所以講佢，比如講像講朱立倫佢因為佢有執政的安尼一種優勢，也有執政的一種安尼包袱來看的話哈，所以呢種問題也一難解釋。嗰日講蔡英文的話，佢雖然講也俾佢講全部係未來哈台灣發展的問題哈，但因為過去阿邊的執政有較加一強哈，所以講一方面佢沒有去防守哈防守，所以講變咗講送出去變咗佢兩邊都做得嚟有人有價，好嗰兩邊是想利用佢嚟打擊對方，所以講佢發揮嘅空間就較大，所以講你做注意到講蔡英文哈一直問呀朱立倫那個佢就會係不講擺堂也送出去嚟評論，好佢利用送出去嚟打擊對方。Embarrassment， 從一個從產業咁樣。所以講送出去就係有機會嚟表現嘅。你係啦，你之前當到媒體報道，還有觀眾也看到一件事情，就講送出去設計也堅強調一件事情，對了擺選舉過程當中，佢因為按外創況，佢本人邊緣化。我就嚴重嚟講啊，佢唔單止冇邊緣化，佢兩片得利啊。講到邊緣化，同前次教父冇問題嘅開始，聽呢隻問題嘅時節，朱立倫冇呢問題，問蔡英文，根本2分鐘時間佢完全冇問到送出去，所以我就嚴重嘅分析，當中佢冇本邊緣化。當然嚟講，因為講也是朱立倫嚟看的話，哈，幾天相同嘅送出去邊緣化嘛，哈。但係講蔡英文嘅策略就想利用也送出去嚟打壓朱立倫。好，因為講也兩邊就強都泛濫出來嘛，哈，所以按呢關係地位嚟講，哈，因為講也被送出去講，佢不分黨派、不分藍綠，好，也過去也一直講一件事情，同樣蔡英文嘅主調開接近哈，所以利用講有過去安尼有國民黨當強嘅配件也送出去嚟，也問也嚟評論也嘅朱立倫哈，嚟對啊蔡英文嚟講話係較有利嘅事情，所以講。反正講佢朱立倫想同也送出去的邊緣化哈，反正冇達到安尼效果。你總教授你係看法未？加演講講基本送出去75分、85分，其他兩場評分都80分，你這個看得了從你係分數很有滿。還是到朱立倫講都是較好啦。哦，不過一般來講，他講因為佢口才也較好，不過一般來講，佢比其他人較贏嘅地方贏到較少啦。哦，主要因為也因為前年嘅政見發表吼，大家有經驗嘅，所以也30候選人哦，佢準備來講就較充分。好，但係加演講講，宋楚瑜主席講到較好吼，我也同意吼。啊，不過因為吼基本上唔係朱立倫攻擊蔡英文，只係蔡英文攻擊朱立倫吼，點都冇人去特別攻擊宋楚瑜啦。所以講按你講起來較強壯啦。好，佢不必反擊，好，佢也不必防衛，吼，安尼都評論來講，安尼人是較自然，啊，因為佢就準備佢自己要講嘅地方就好嘅，就無是有講去應付別人對佢嘅挑戰，吼，啊，不過一點當然，這擺選舉可能大家即因為講主要係國民黨同民進黨之間嘅競爭啦，所以一點都有評論地度，吼，雖然33年嘅講法嘅時間係公平嘅，但係哦不管用要重點。哦，係呢，大家關心嘅焦點哦，係呢偏向嘅國民黨同民進黨嘅兩曬。不過，總體看起來哦，同前幾年咧，即政見發表嚟講，吼，啊，直到33年就講到有較好。都有進步。就有進步。既然那樣吼，我請教下是總教授繼續嚟請教你。你對啲33因為按到問題吼，有問題嘅人來問，也有相互問題吼。你因為馬上問嘅問題，佢回答嘅時間。係因為講到最好嘅，有馬曬問題係回答到最唔好嘅嘛。我知道本問到最多嘅問題就係兩岸啦，嚇，兩岸關係求而強勢一種問題。因為基本上嚟講，朱立倫還有宋楚瑜就講嘅當簡單，一其實我回答一冇乜嘅好，係冇就講嘅就承認就對。係，好，按你講實在不承認對行嘅錯嘅係另外一回事，至少佢非常明顯嘅就表示講。佢係承認，好，也佢自己寫明認不認同佢一種承認，吼，咁像選舉嘅時候自然看得出來。啊，你嘅蔡主席佢講嘅吼，就講得較複雜，
好，假设那看认真谈吼，张奎提到讲，佢对一件事情的最近的表态很勇的。那当然，好也我讲嘢，很因为讲旧年强势一件事情吼，色彩管理也当复杂。然後即國民黨、民進黨對一種嘅天意也無到強用，所以佢講嘅較複雜，唔係即係講有限嘅模項。我知道也係可以了解，對佢嘅一種立場，我知道也係合理嘅咯。不過我一直有一啲感覺，就係講最近而家台灣人非常在意，係咧非常擔心舊年強勢存在係咧唔存在，我知道唔係動態嘅重點嘅。也就講佢做乜會變咗偏論嘅重點，所以。變成講人家偏論的重點吼，我知道啦吼。譬如講3位候選人吼，基本上我無聽到有人講到係客家措權嘅事情啦。完全冇，我哋一當什麼？完全冇聽到講我甚至講一激發講人用嘅非方言語言啊，嚇一措權啊，甚至於講人家客家一種演示嘅嗰種嘅發展哦，一種文化繼續嘅傳承哦，我想1、2季就冇啦。甚至用一啲事情哦，到台灣。可能關心嘅人也係當多呢。唔講舊年強勢用，甚至最關心舊年強勢嘅可能係北京方面咯。可能唔係人台灣人，所以不斷地把一重點標喺一地方我知道基本上對於一個面對一台灣2300萬人、1000多萬嘅選民嘅政治人物來講不斷地對一個問題提問主要看到講朱立倫主席，只會不斷地用一個問題都去問。蔡英文主席講，到底係咪承認舊年強勢啦？你係唔承認乜個兩岸乜後退啊？有種乜台灣人就當即係很急啊，佢不斷地用個人講很急。我知道有時乎同一般的民意係有啲嘅差別嘅。但係真係對於講，譬如他個當關心，譬如教育問題也教育問題。冇講到，如果我少子化有講到啦，如果我太好南北去進行每天底下演講就會發表講法。對，講到黨少嘛。又譬如講到一年金嘅問題，將來社會嘅這種健保也好，長期嘅照顧也好，結果呢一擺子變成講乜嘅萬人承認18%，係你萬人啊，佢18%來攻擊我知道一點係當打爽啦，因為一幾飛用全國嘅人都一片談到講，他嘅立場用嘅嗬，實際應該好嘅對嘅問題，按用嘅進行。你要講18%就好呀，唔講。萬人有18%，係你萬人冇啊，知道有咩重點啦？你講蔡英文量18%，講實在佢量嘅都幾多錢？重點係講有啲政策量體人國家幾多人都量體國家幾多錢？係咪有辦法對一件事情來把改革？因為假設一個國家黨府要錢當多，佢都唔是講佢當然冇乜嘅要求。但係問題係可能咩嚟啊？一件事情一樣嘅用一種合理嘅態度，未來可行嘅政策來解決。我知道也係當重要。整體嚟講，人仲要知道，馬上呢將問題回答到最好，馬上要回答到你知道最唔滿意。我知道3-3月來看的話，回答最冇嘅應該係講3-3月香港對92公司有個問題嘅解釋因為講台灣人老實講，大部分對安嘅問題沒關心嘅，因為台灣也面臨嘅問題，我當同意總教授講嘅一方面係文化問題一個同台灣公司。台灣要發展的問題也看上海的問題，就講比如老人家老照、長照問題個搶人的公眾問題，個教育的問題個也貧富差距的問題。所以講一般來講，真係講台灣人深度往地邊投票嘅行為導向係貧富差距、個土地爭議、居住爭議都安尼太問題個教育資源平等也都各方面的問題，係涉及到政策的問題也等於講也參照。當一個後輩一個幕僚佢冇意識到一方面，還是炒老調。所以講做一個講出來的話題，全部當講各走中道路線，像乜嘢做面面俱到。但係講對於台灣民眾嚟講，看人的節目嘅話，看唔出人的感受個味道。所以也3-3月都感覺到對於92公司嘅問題冇回答到以後。有時為大家來反映一下，其實一開始係媒體天文時節聯合報總編輯有問人唔是，就是問3個候選人都在兩岸你哋按樣板來看待，然後談一下3個候選人分別樣板回答嘅，不兩個教授認為都講到唔好。謝謝主持人，也謝謝剛才的提問人。這個兩岸關係，尤其是92公司的立場，在過去我都講得非常的清楚。我說過，1992年兩岸是在香港有會談，在那個會談裡面，大家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大家至少同意的一件事，
就是秉于相互谅解、求同存异，让两岸关系可以继续往前推动。这一段的历史事实，我们是没有否认的，而且我们是接受的。只是这一段的历史事实，你要怎么去诠释？你要用什么名称去讲说它？这个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的立场很简单，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就继续求同存异，我们好好的坐下来谈，什么事情都可以谈。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态度，我也相信中国大陆方面也会秉持的一个理性的态度，跟民进党来互动。台湾毕竟是一个民主社会，民主一定会有政党的轮替，一定有不同主张的政党轮流在执政，所以我相信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也好，也决策阶层也好，也都会认知到这是一个台湾民主的生活的一个现实，那他们也会给予我们一定的尊重。至于我们要不要跟中国大陆的经济绑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排除中国经济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上面的角色，但是我们必须要让我们有一个全方位的跟全世界的所有的主要经济来接轨，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不是单单的把我们自己跟中国绑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国民党这8年来政策里面最担心的事情，是我们只有一个选项，我们没有其他的选项。这个对台湾的经济的安全跟台湾的整体的产业发展来讲是不利的。至于紫光的问题，至于细品的问题，其实我们更应该有一个更积极的战略。我们的产业必须要升级，国家必须要拿出力量来。如果过去8年国家有力量来帮助这些产业升级，今天我们也不会面临到紫光跟细品这样的问题，而感觉到束手无策。第二个，我们也必须要组成国家队，因为紫光是有国家的资金在后面。我们该有国家队的时候就应该有国家队，不能让我们的企业独自面对这种国家队、其他国家队的压力。请宋楚瑜先生回答，时间2分30秒。非常谢谢刚刚尤总编辑提出来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先很明确的说，我支持9·2共识，但是9·2共识不是一个文件，是两岸相互之间的一个默契。我在这边特别要提醒的，就是我们看到了马习会之后，事实上两岸已经有了重大的一个突破和变化。对岸的领导人已经非常明确的说，这是在两岸分治的前提之下，务实的由两岸的领导人能够在会面。也就是过去我们看到两岸是你是共匪啊，他叫我们叫国特，相互的在那边攻击。现在放下武装对立，大家能够相互合作。因此刚刚讲到这几个问题，我必须要说明的是，当我们应该西进的时候，2000年我参选总统的时候，那是有多好的商机，但是我们虚耗了16年。当我们该南进的时候，我们现在又在你调整，犹豫不前。我同意刚刚蔡主席所提的，那就是我们要全方位的去产生，但是如何的跟对岸去说，你的紫光也好，我们将来的台积电去大陆也好，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政治杠杆，不能够让我们的这些台商啊叫做自求多福，否则就是自生自灭。我们没有发挥这个杠杆，就是要让对岸的晓得，那就是我要有这个政治的杠杆，我也要一个主权的政府应该要有的防火墙。我们不能够让对岸予取予求的把我的产业把它吞并，更不能把我的 know how 把我的技术全然的去偷去。同时我们如果用政治杠杆，在它的红色的所谓的这个产业链里面，我们将来会扮演什么角色，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好好的沟通谈判，红利必须要共享。这一点我跟国民党最大的不同，我认为买办垄断了所有，而应该未来我们好好的能够产生两岸互通，合则两利，两利则合，这是我的主张。请朱立伦先生回答，时间2分30秒。
我在政见发表当中非常坚持9·2共识，而且要从过去的和平发展走向未来的合作双赢。这个合作范围当然包括经贸组织，包括产业合作。我们不怕红色供应链。我在前天电视政见会当中说，美国有供应链，日本有供应链，韩国有供应链，台湾有供应链，红色中国可能也有供应链。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强化我们的3公事件，让我们的供应链成为最具有竞争力的供应链。所以我们对于两岸关系，包括经贸合作，都是一个正向的。但是我刚刚听到蔡主席说，9·2共识，当然您是不承认，但是你又说要大家再去讨论，再寻求一个共识，等于是又回到23年前。我们还有时间再回到23年前，再讨论共识，再进行和平，再进行合作吗？我相信朱立伦会非常积极的，不但能够在一切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的让所有台湾产业碰到的问题能够解决。同时，我们也提到了，今天我们的选项当然不是只有中国大陆，但是也不必逢中必反。记得当时要签署 ECFA 的时候，蔡主席，你应该还记得你的名言吧？你说签署 ECFA 会造成400万人失业，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果。可是事实上，签署 ECFA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选项，因为我们不能够自我封闭，放弃这个市场。就像 TPP， 就像 RCEP， 就像台新、台纽，或者跟日本签订的所有的协定。我们是全方位的出击，我们要建构的是一个自由经济岛。自由经济岛就是开放、开放再开放。可是我看蔡主席，您在很多的政见会当中不太敢提开放，甚至我相信您对于自由经济示范区，前天你说它是一个落伍的观念，可是我看民进党很多县市不都在争取自由经济示范区吗？麻烦您跟这些县市长说，他们的观念落伍了。那我不知道未来你要怎么做。只有从这样练兵起，台湾才会越来越强，台湾才会越来越有机会。其實對呢一隻問題之前吼，你看看到上一隻問題，每題問題係兩岸嘅緊密關係，所以你看禮拜星期啊，什麼候選人都台談講法，不過實際談到嘅名嘅，唔單止係30天，係加嚟30名嘅，第一馬英九。第一陳水扁，第三是權平，所以禮拜一線總統30多個線都係來2點人落來後，國民黨會來陳水扁啊，民進黨會來馬英九，前朝面做嘅事情啊，大家都知啊，你唔錯嘅，我要司法我判你一判你，都係馬啥線，行我唔講政見，唔講未來做乜，行去講2條訴求要係乜嘅，你就點看？所以講吼，一個改革吼，喺當中嘅話，萬一得到改革的一種主導性吼，給選票上帶不下去嘛吼。但係問題就講，一直批評講過去嘅事情吼，也冇辦法講正義來解決嘅問題吼。反正講一般來看，那麼講9·2共識，比如剛前面有介紹嘛，好像9·2共識有多樣的問題哈。這個一個政治團隊來看的嘛，也正義冇意識到講民眾對安的問題啊，沒按關心嘅，民眾關心嘛生存的問題。開放的問題、務實的問題，好關於到分配正義的問題，所以有的問題，假使講係冇好好的發揮嘅話，哈，全部的沉溺在過去嘅嗰種互相攻擊，好，就講蔓延冇，好講蔓延又較好哈，較冇感覺。但係最睇嘅感受就講，民眾佢就講對我哋講嘅話，係喺俾我生存條件樣嘅，供我自身樣嘅發展。好，一樣有較好嘅生存嘅條件，因為講一種口號太多嘅哈，所以講較具體嚟看嘅話就講。假使講香港有辦法在一個像你講國際化的角度來看的話，哈，要兩岸的共識根本就講要完全被蓋過去了。好，也是一方面，也是從漢字呀方面的討論暗度的話，哈，你看而家也係咪有三組係好像一天不講9·2共識講一樣嘅哈，佢係咪一定要講到講係全方面開放，簽訂各種協議。其實人從家回答我講到一隻關鍵詞，講國際化，其實是幫我想到。美國2日進行總統促前庭哦，兩隻黨馬上出來特別喊地，但像共和黨，因此可能佢哋旁的300嘅評論，台灣的總統基本上提100評論，下禮拜6還有聽200評論，人家會做特別節目，向長度2個教授來專訪。
我是好奇一件事情，到底按个评论做乜嘅會出現？從美國幾多評論者發現，大家講嘅嘅候選人，然後民眾關心係強權事情，美國係國安，幾多錢關心係國安。如果台灣唔係啊，告訴阿講嘅，民眾關心係分配唔正義、基礎唔正義，咁個你兩日當熱門嘅話題，空氣污染、PM2.5，候選人從應盡做冇看到強咗。我係好奇講，做乜嘅到今為止。先記一先按叫嘅，第20年要打票嘅，既然嘅候選人，留選民愛乜嘅係摸唔清楚樣嘅，用嘅 gap， 用嘅數字係樣辦來嘅。我想吼，一幾點，因為朱立倫主席哦，佢係執政黨嘅主席啦，所以我知道佢對台灣嘅政治哦，都一下嘅場合，佢應該愛負較大責任啦。也就是講。其實才可以都有嚟評論地度吼，好好嘅講過去嘅8年，吼國民黨不管你國會也好，中央也好，唔係完全執政，應該可以好好嘅講有乜嘅成績啦。有啊，佢講158個唔是強徵，佢講觀光客超過1000萬。這就只有一兩項。係，一開始是講了2點。當然就都可以看報紙講，佢都係8年來嘅政策，嚇不管係。嘅財政、經濟、教育、外交、國防等等咯，應該就係都有個機會，我來講，我18年國民黨做樣辦，所以我愛來繼續。但係我看到吼，佢經常講嘅唔係安尼，佢經常咧講台灣是有改革，是有改革，是有改革。我聽佢講嘅至少3-4遍咯。佢假設講唔知道台灣是有改革，佢唔係立場係嘛嘅。做個唔做乜國民黨作為8年之後，竟然唔會不斷嘅因為是有佢嘅。我聽到，比方講，佢講國民黨呢8年做到唔拉好嘅9點咗，第一開放唔拉開放，第二收入冇天數企業嘅升級，第三財富嘅分配佢因為唔拉公平，第四又講到當做事情冇成有強勢，是啱啱成咗，佢要承認呢4點啊。假設吼，家因為主持人講到美國嘅總統嘅辯論吼，假設美國總統辯論執政黨嘅代表吼，不管佢係咩現任嘅總統，或者係講佢係現任總統任期多嘅，佢係本黨嘅人吼，基本上佢冇人會人哋講嘅啦。嚇，基本上夾條一定會強調講現任嘅政府都本黨嘅執政之下有樣板嘅成績啦。嚇，然後現任嘅政府有乜嘅問題，佢係不能夠超過人嘅成績，冇假設講問題超過成績，跟我做乜技術線咯？嚇，我知道一點吼，可能佢有一啲咧冇乜嘅講清楚講，呢種角色係有天位嘅問題啦。嚇，佢當然佢，嚇，實在我也不相信講過去8年哦，國民黨嘅講哪會出來嘅政見，會本佢講一幾分鐘嘅時間就唔拉講，嚇，就我知道一點係佢嘅一個。可能要注意到嘅地方啦，因為台灣人係用咁多時間馬蔡英文嘅政見啊，佢蔡英文佢咩拿嚟講設計要做到乜嘅，佢係拿嚟講哦對數乜嘅講得唔好，講到做唔到，講了化療。我知道蔡英文佢畢竟不管用嘅，雖然而家他講因為講可能在公益上面佢希望較大，但係不管用嘅過去8年佢係蔡亞當。嚇，唔批評講佢乜嘅過去講乜嘅做唔到，講乜嘅做唔到，佢非常嘅正常啊！因為過去8年佢就落白聲啊，見樣可以做得到，所以一點我知道啊，對選民嚟講，嗬，實在有需要也有必要講，談到現任嘅執政黨都要擺總統嘅辯論，所以世界各國尤其美國要辦一辯論咯，就會本一選民咯，都要4年一度、8年一度，嗬，認真談看嚟講，亦都用個成績嘅報告啊，嚇！我也過去4年啊，做乜事情我嚟談報告，然後應付蔡亞當出擊嘅挑戰，嚇，8年咪係強，一陣間很多電視辯論嘅本來嘅含義，就會講本他家談啊，談報告我也過去8年作為樣板，嚇，唔係攻擊蔡亞當，攻擊蔡亞當有乜意思呢？蔡亞當其實蔡亞當，而且實際上嚟講，嚇，蔡亞當嘅前進國家，蔡亞當也不止一類啊。可能佢下責啊！你攻擊佢下責蔡亞當，佢有乜個意思？嚇，我知道也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講假設不斷嘅問講嚇，蔡英文主席講唔係咪愛承認9年強勢？佢企業多一個特徵之後嘅人嚟講，嚇，過去8年，馬總統、國民黨還有政府，佢就會堅持有9年強勢，承認9年強勢。然後大敗嘅選舉從來冇否認過9年強勢。講政治上嚟講，嚇。一點算係正確，
我的立场始终如一，冇变通，而且我要唔严正我嘅主张。但係問題就講，一擺嘅選舉就會他個檢驗嘅機會啊，嚇，假設一擺輸嘅，係你講一下總統嘅上網安排，然後支持一方面咧，候選人就輸嘅。佢就代表台灣人，我要叫你講什麼？我想要簡單的事情，所以那不必問講要蔡亞當前面支持，就係買東西用一撒買搶菜，一撒買假咩，一撒買強州，就看他家想食強州，閒嘅想食假咩，你就他家去買強州或買假咩，唔係講買強州，人不拖呢，愛買假咩，人講那天都來買強州啊，一買假咩就講假設人強州，你就自家基礎買就好啊，我買係假咩，這麼個一定要停的買，反正。讓人買一年來選擇就好。一種台灣的真是非常的奇怪，就係講假設叫你強勢真嘅對台灣有利，跟我最後唔承認就好啊，安尼就讓人去輸，安尼當好啊，嚇，就讓人自家獨自享有一種嘅利益，嚇，享有一種嘅支持，有乜嘅唔好？嚇，假設講一對台灣唔好，嚇，所以當然我做乜要支持，所以一點嚇對台灣嚟講。做乜個伊個政黨會不拖呢要求另外個政黨來接受我嘅主張吼，來唔係來凸顯講，這政策對台灣有樣板好吼，我知道係非常奇怪。你真實嘅奇怪吼，上班從先進行到兩位吼，又感謝兩位教授帶來嘅分析。其實今日教授講到一重點，評論係本選民對打票之前，所以對打票者有一隻建議，第講。我係記住馬扎，所以稍後還有一種評論，到底應該咩開咗評論嘅重點，讓先嚟一下共識取消來討論。好，所以下半場。國民黨愛保衛政權，民進黨愛揚轉民心，親民黨訴求營養治國，雙黨候選人問出馬嘅牛肉，用嚟去應對數據攻擊。而咱嘅政見各界用嚟看，有馬嘅關鍵問題愛問。客家電視全場用客話公布口語總播，12月26、27正月初2下晝2點，請收聽客家電視。全國有名嘅新社花海富權居民因為交通問題當上路徑，要強制外地的遊客不要開車直接上去，因為每年花海都塞車塞得蠻嚴重的。交通問題愛解決之外，國家重要嘅係預算將觀光資源同菜體產業結合，觀光加上農業，所以講如何把它結合也係蠻重要嘅啦。12月27日禮拜下晝5點半，村民大會有請鄉下來關心。因為安尼異鄉來的人啊，無了解伊美國嘅法律，所以當初安尼做唔對，所以咧種嘅東西唔係講安尼上個種乜嘅就可以都可以得的，所以啊安尼無了事先了解來種，所以個困難，就是無法我講嘅。用心念念心，講講客家人。
非常观众朋友都讲过，这要继续讨论系你总统台选评论特别节目。家下上半场因强调系政治太好，沙口让的国民小众人装，就特别要太好，张国山张教授。你想了解一下是讲，家下张教授讲到，当然你可能嘅评论吼，都係對市民來講，大票20萬嘅咧，還有一場評論咯，根本呢一場，大家你下像係講，寫嚟很多東西。重點係乜嘢？你要慢透過評論的內容來尊重啊大票的經濟。所以一般來看話，有甚多候選人嚟講嘅議題嚇，我看起來就講太空泛啦。太空泛嘅原因就因為講嚇，三叉是打改革牌、嚇安定牌、發展牌。講嚟講去就有三個重點喺度談嚇。但對下面嚟講嘅話，無感原因就講而家大家對台灣嘅發展嚇，跟前面也有啲候選人談到講信心的問題。好，因為生存成問題嘅哈，對未來嘅信心彷徨。還有問題要解決的話哈，太要嚟講嘅話就講一個安全保障制度，個另外一個就講經濟發展政策哈。但係講一開始都開始講9·2共識，冇意思。那9·2共識講像本華盛頓堂、本北京堂用嘅。但對人哋下面嚟講嘅話，比如講客家妹跟台山縣一片，佢要桃竹苗，佢要客家莊一樣嘅談。好奇哈，講到公平的世界，蔡英文結論有講到公平的原則，講對原住民之前做嘅事情，你那把用公平的方式完本記掉，原住民人數減下少，記掉下長條本講到，當然伊咪可能係愛貼起來關少記掉，所以客家你用辦法就推現自家。因為個客家記掉唔關愛，你用辦嚟輸到記掉關愛。應該嚟講都講客家族群嚟看嘅話哈，這個問題講主要是三個方面嘛，一個語言方面，一個文化方面，還有一個是講後生人哈冇投入產業發展嘅問題哈。因為三個問題嚟看嘅話，就講客家人士嚟講，當到機會嚟強下嚟打拼嚟同樣做起來哈。但係個因為講過去嚟講，客家地方嚟講嘅話，就講睇呢問題特別嚴重。一方面呢方有三個。你先講沒有？你有感通？有感受到繼續強嘅程度嘛？即講自家向前嚟看嘅話，即講因為個較保守嚇，個較穩定，嚇較希望講穩定。一方面嘅話，即講一樣嚟同個世界嚟接軌嚇，個一樣客家莊嚟發展起來嘅話，一方面應該有客家度有些名人嚟傾嚟討論。嚇，但係講當可惜嘅地方，即講而家台灣嘅政治發展對以下嚟看嘅話，嚇，派呢嘅影響力太大。總教授之前也高雄一場事件吼，都在禮拜台選全國多選嘛，選總統，各地嘅派呢很有影響力，幹嘛要像以前咁樣安排？我知道可能越來越少啦，哦，因為哦，大家要太方面嘅政策吼，太方面嘅意見吼，哦，大家係你知道講，也係伊個總統去強調嘅啦。哦，你講總統不斷地強調地方嘅事情，乜嘅小辣椒啊，行嘅鋪路啊，哦，一種嘅格調也唔會按安啦。格調做到特寫起。然後而且100%咧也有選立法委員嘛，哦，所以也就講呢地方性嘅事情哦，哦，各地嘅派系可能較在乎嘅係立法委員嘅問題，哦，你咧立法委員用嘅選，哦，格調可能較在意，因為嘅派系也會較出現嘛，哦，所以哦，這方面格調會較注意。啊，這個100嘅選舉哦，就同大家報告嘅，就講，呢多年哦，選舉公佈是冇多年都會看啦。好，嗰種當道嘅政見可能也唔係特產研究到啲天路啊，都苗路可以去看咯。所以有啲天師嚟講，哦，簡單明了同大家報告，好，也應該係有啲天師評論一個非常重要嘅功能啦。那我記得嗰陣我冇記唔錯嘅話，最早係1994年咯，係台北市長嘅辯論啦。哦，嗰個時候因為哦，有些人就知道就把握，所以就開始期盼。哦，我知道對一啲天時評論裡都應該把自家嘅政見簡單明了講清楚吼。哦，然後應付別人嘅質問吼，我知道也係一個重點。哦，但係啊，基本上嚟講，我知道我希望談到就係講啊，對於客家語言，哦，按樣嚟繼續來發展。哦，客家文化，哦，按樣嚟哦繼續嘅來傳承，然後。客家企業就會講國營事吼，按樣嚟繼續讓佢能夠發展，哦，不能講緊年輕人啊，然後產業不斷嘅外流，哦，係你講有啲地方哦碰到嚴重嘅財政嘅問題，哦，我想一點就係大家就希望講有候選人係咪可以
多讲一点的，啊，点嘛做一重要。啊，严总补充。一方面来讲，我们也赞同哈，因为一方面有辩论的方式哈。制度本身有改进的空间。当然有哈，全世界一手可能按的辩论的方式讲相互辩解，结果用到像一讲政见发表。2分半，你回答。所以讲应该有交锋当对哈，各对针对两个问题要提出打断哈，要质询哈，要讲表示不同意见哈，按这个办法真理越辩越明哈。但也看看因为讲可能就较保守，也讲希望讲可能协商的结果，要讲到这一个像一讲要他妈自由决辩辩解，可以的是他们都通用的意思哈。所以讲大家也得呼应一下，就讲哈，因为讲要种辩论哈，一方面讲个政见发表哈。一直停留在一个层次上，一直没办法往上跟往下，一个往下扎根意思讲，叫做按照人民生活的问题哈，像样各社区、各乡镇，好，假设讲还没办法谈到省份的问题的话哈，全部谈这么高层次的问题嘛，对当地民众来讲没感受，因为现在再度强调就讲民众最强调是生存问题，其希望讲看到这个政各其他条路有保障哈。另外一个问题就讲全球化的问题，好，所以讲一直用9·2共识，用两岸关系哈，一直困住台湾的一个未来发展，也对台湾的后生人来讲都不公平。所以讲一个更广的全球化的问题，一个更深入基层的问题哈，要两方面一直没谈，所以对我来讲一谈中间的那种问题的话哈，对。当然，他感出去的这种像一种太抽象，好，所以讲各样的问题全部老生常谈，讲来讲去是讲重点不同而已。比如讲，基本上来讲技术阵营来讲，好一样的。其实上夫妈讲，也不还要抄 TP 啊，也不还要抄 TP 嘛，该是变多样听。系一样的，一样好，后生人好奋斗有目标。好，过去讲也像薪资过低的问题，各样贫富差距的问题，应该要深入来探讨的问题。美国就讲，好像讲一个口号式的宣言，好，按那个讲法，看看就全部做得到啊。我应当唔系从两个教授按讲的样错啊，因为你下摆嘅评论係一衝擊，說時報一下以外，還有其他媒體合作，還有我朝呢條公民記者有總統嘅問嘛，總統很本來問嘛，佢哋有對民主黨透過大家提問來討青銅人相關問係乜嘅問題，結果從而無法度呈現出來，因為照理來講，你係大家傾向去了解嘅事情，完全你看1、2、3、4、5嘅媒體台北問呢，冇看到民眾相關問嘅問題，所以都揀嘅樣嘅制度誒係無法度來呈現，又係乜嘅原因造成嘅？我想吼，體育就媒體有自家立場啦，所以佢當然，所以佢乜嘅立場我媒體都簽埋啊。佢每一天愛走點用路方嘅種大家意見論文嘛。好，點到雙擺嘅總統辯論啊，記得講有公民投票，佢當然公民投票可能要安排，但係不過用嘅大家自己安排，係你立場哦，係你會有無共用哦。啊，所以一擺嘅選舉有一個重點，就係講係你要再三嘅強調吼，應該就同家院長講嘅，就係要關心一下大家關心嘅問題啦。好，你講嚇舊年強勢，不管支持也好，反對也好，大家講。9年強勢喺乜嘅時候啊？1992年離開已經幾多年啦？23年了。難道台灣嗰個時候總是有強勢？就算有強勢，經過咁多年不能改嘛？嚇，你假設講用嘢安尼，佢以前係講啊反共太六啊，講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啦，佢而家唔講連國民黨，即個就不再安尼講嘅。特別講以前用嘅。以前總是有，即使有正當性，即使嗰個時候政府嘅聲音，難道經過咁多年就不能改嘛？就不能夠有新嘅強勢嘛？不能有新嘅看法嘛？所以就講到轉到家下講法，就講民意來決定嘛。持有一種立場嘅政黨，假設講選舉落輸脫嘅，嘅無理由要求講其他政黨必須要堅持一種嘅政策啦。我知道一點係現代民主政治一個非常重要嘅觀點嘛。不過家下主理論講嘅一句話吼，都好回應兩個教授嘅爭議。我當考期佢講呢件事情講2擺，佢上副基本是講1擺，結論嘅時候又講1擺，講本蔡英文談，佢講兩黨人做唔得單槍看民意，做唔得民意樣板是做樣板嘅決策，因為兩黨人要有自家嘅想法，有自家嘅決策力。係咪是回應呢兩個教授嘅爭議？因為做唔得嘛，開始講民主上要慢，開始民粹提起啦。雖然講既然嚟講法，原則上嚟講唔係乜個大問題嚇，但
蔡英文佢發言家有講到講交通嘅重要嚇，嗰個宋楚瑜嚇，包括主理人佢有講交通，所以一方面講兩頭你個兩頭團隊一定要有自家好治國的方向哈，而拿出來本卡卡來討論哈，嗰啲個方面平常時間那個交通要當重要，好，所以講也做個海北政治發展哈，多樣嘅題目，這個 accountability， 這個信用當重要，好，要到按照克責。責任多難嚇，萬一做某個事情，得到某個懲處嚇，要台灣社會希望講要較公平的社會講，做好事情得到好報，做壞事情得到懲處。個第一點嘛透明度咪當重要，即講唔做某個決策方面講嚇，交通嘅意思係講應用入過場地位嚇，所有嘅細節，個萬一有利萬一無利，全部要交通出來，公佈出來，好，要做唔就講黑箱國會。黑箱作業，也是未當重要地方。個第三點是講國民參與，國民參與意思說，所以要來講話，要先去假設講做得多大的安尼民生的議題哈，貧富的議題來講哈，用國民的力量上演做引來哈，也做台灣國民社會做嚟講養到國民社會嘅健全化。係現在等要來看到這個當科學的地方就講，對啊國民的個參與的個力量。個國民參與的上演哈，所以講到台灣一般現役來講，一定會發揮作用。但是也三張政黨的團隊哈，還是文化效應。就像你講，我哋平常做按的習慣的政治用語，各種媒體做按的互動哈，就冇注意到台灣那個選民結構已經大幅度改變了。所以講講議題冇辦法配合到人民的真正需要的地方。其實人講講係兩擺嘅公民的意見，可能係對窮有選舉嘅國會當中，係有機會看出來。講到國會。我又觀察到一當政治嘅現象，有三屆候選人啊，唔單止係總統候選人，也符合係三隻黨嘅黨主席，國民黨、親民黨、民進黨。咁個三隻黨嘅黨主席，除了賴退自家上場嚟當選總統嘛，也認同係賴退一下我黨嘅國會議員。目前強調黨每2點半鐘，是由蔡英文對結論嘅時間講到咧，要新嘅國會，本國民黨嘅機會下台好好以反省。民進黨嘅機會全面執政，是總統嘅國會，佢哋都想過半。咁個佢哋也強調唔係歸還掉去。哦，難道朱立倫啊、宋楚瑜佢當唔之前，佢哋有先啊？佢哋完全冇講到國會呢？總話是蔡英文自己講嘅，也係講因為蔡英文係有把握嘅，我總統穩贏嘅，所以我這裡有一點餘裕嚟表到國會了嘢。兩個告訴你們看，就告訴我。我想提作為黨的主席哈，因為也有政黨票嘛，一般先佢政黨本身也係候選人之一，不只係人的候選人，政黨本身也係候選人，所以佢作為政黨的領袖講啊，希望大家來先來大家來支持本黨，我想也係真爽啊，但係。我知道國民黨有啲打算，就講花太多時間都去攻擊啦。因為假設人講扮演炒 TP， 唔合法，唔知道法院去告。你當神奇呢？只要你了解蔡亞引導下會攻擊洋蔥啊，你自己你係真正一邊練，因為點到你只是咩當用下會攻擊別人哦。係啊，所以假設對台灣政治冇多了解嘅人，看到有3場影片，論假設佢談嘅說法，可能會因為這政黨。並唔係國民黨。係啊，我意思就係講花攻擊嘅時間有啲咧太多啦。實際上，伊咧會炒 TP 嘅梁秋當然前提也冇違法啦但係講你咧炒 TP 嘅梁秋，不代表講佢就每天會冇關心基礎嘅爭議啦。伊咧冇炒 TP 嘅梁秋，也不代表講佢就十分會關心一啲房屋嘅問題、土地嘅問題，因為講人佢本身嘅行為。同佢政策會關係乜嘅吼，現代民主政治要分開。就講，因為執政係看伊個團隊嘛，要看嗰種國會啊、立法機關嘅配合，所以講唔講我執政，我同時要追求國會過半大家來支持我嘅政策，我知道一種係合理啦。所以實在應該係三個黨我想宋楚瑜先生，我先一種重點也係來台佢自己嘅政黨嘛。希望嘅政黨能夠繼續發揮影響力，我想一點也係真爽。所以不管用啊，知道國會一啲係當重要啦，因為台灣嘅立法院其實權力是動態。所以一方面係主要有3個看法第一個國會問題國會係全世界最冇權力嘅國會，佢冇調查權，佢冇安尼監督權檢察權。
其实做讲其安尼，国际甚至佢冇可以同意权，就他跛脚到极点哈。所以讲人家贵妃变成鸟鸟，败事有余，拍事情动厉害，成事不足，而做好事做唔起来。制度喺度几条嘅，制度喺度几条。一方面係制度，一方面選辦法。好，一方面係中華民國修憲的時候哈，修到超級總統制，變成個總統變成個有權無盡。啊，不過你話到你這個係一般天嘅，唔係超級總統嘅，係班總統天嘅。應該係超級總統。好，嗰人家行政院度變執行長，根本冇實權。好，所以講一方面嚟講，行政院冇實權，貴妃冇經驗。好，變到講人家整個政府運作哈冇法運作，所以講一般嚟講哈，唔單係貴妃改革嘅問題哈，應該修憲。咁樣一貴妃嘅定位哈，行較清楚嚟講，下一年係講，假設講蔡英文也係滿意有辦法得到全面執政嘅話哈，希望講有全面執政，唔係講一條龍，好，我要做乜就做乜嘅，制度上嘅制衡應該給恢復，即使講我變成執政黨，好，講我有貴妃多數嘅話，也不能官官相護，一定要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嚟哈，監督政府，好，也就是憲政制度要求，個人民要求要政治體制要發揮的制衡作用。好，也就一點哈。第一點是講要多元文化部分哈。這麼客家族群的問題哈，客家問題是冇辦法凸顯的。就講要三個團隊都多元文化的尊重，要的議題哈，冇深入研究。好，因為台灣那個政治哈，唔單係政治操作問題，就講蔓延縣都總統，蔓延做國會議員，蔓延黨厲害。對台灣嚟講，發展行得好嘅省份嘅世界嚟講嘅話，咁都族群嘅和諧，好，個有文化嘅尊重，個有更美好的社會，公民社會建立哈，要全部要政治人物按你寬宏的度量，個按你一個制度上嘅制衡跟妥協，所以一方面咧嚟講嘅話，一直冇辦法凸顯出來，讓人知道當必要嘅地方。所以講，有啲問題冇辦法發揮出來嘅話，貧富差距。各種土地爭議的問題，全部冇辦法爭議得到像一個正當信用嘅。好，個另外一個問題就講攻擊嘅問題哈，人做要佢攻擊，好，一般嚟講哈，朱立倫佢是佢較有經驗哈，佢所以佢會用攻擊嘅方法。老實講，一種負面選舉哈，我希望講佢唔係講負面選舉哈，係真係拿出具體嘅方式嚟哈，對方的政策加以檢視，唔係講人樣嘅啦，怎麼講人樣嘅三個候選人按強總嚟過關咯。他這個我講嘅是講當好就當好。唔係再法就好嘅。係啊，應該喺度用嘅互相辯解哈，互相嚟講，對方有冇問題？一方面，宋楚瑜同蔡英文嚟講嘅話哈，朱立倫當然攻擊性動強，哈，宋楚瑜也很猛，哈。但係嚟講嘅話講，蔡英文就肯讓地位哈，可能因為個佢可能個民調方面哈，較穩嘅。讓得到。佢較有像伊講。也是當反，唔係要出所長，還是要機會嘅，還是冇有任何反唔錯嘅機會。一當吊詭嘅地方，當奇怪嘅地方是講反對黨領袖哈，要不要先給像執政黨領袖用嘅？梗係你懂嘅。剛剛嘅意思。喺觀眾唔了解台灣真實嘅，你睇看到啦片都摸唔清楚，到底係乜時候嘅聯誼嘛？咩叫真當嘅聯誼？係啊，係。我家回應嚴總講一點吼，都財政部今日講到嘅，佢強調國會過半嘅重要性，是希望講本改革就很難順勢。問題嚟講，人長講嘅制度都改，你國會冇改革啦，強樣嘅制度，就算你阿話民進黨、蔡英文當選總統，佢哋對國會拿到超過100%以上嘅席次，你看到國民黨過去的8年裡，完全執政緩慢，你法案嘅推動咁樣很順勢，很係冇啊。所以人民咧哪麼去相信講，你阿擺機會本民進黨會完全執政，你對國會嘅立法進度還有嘅品質是咪還好？因為制度係共用啊。我想大家對立法院冇多滿意吼，可能並唔係因為講蔓延國民黨有過半冇過半嘅問題啦。實際佢要通過某個法案，佢就係可以通過嘅。好，所以一完全就會講行政部門提出來嘅法案吼，一種順序問題，還有佢哋立法委員本身嘅素質問題，嚇唔係咩託嗰種有用嘅法案來先來通過吼。我想也係當重要，但係。以下來講啊，知道一過去8年來吼，立法院通過法案都最有效率的吼，可能係同兩岸有關嘅事情啦。嚇，除咗一啲服務貿易協定裡面有發生嘅學院結果冇辦法，其他所有嘅協議幾乎立法院審查就冇辦法審查，就一樣嘅通過吼。所以我知道一點，即係將來民進黨假設國會有過半吼，可能佢要面對佢嘅重要嘅問題。第一就係講，乜嘅法案可以拿出來通過。好，其次都乜嘅東西係較優先嘅，
也点我知道係嘅對台灣人民重要負責的一個部分。第二就係講，你立法院假設過半嘅。佢可以過半，嘅立法院佢本身係有主統立法嘅權利啊，立法委員可以安尼。佢係咪同一行政部門中間，係咪會有一種無一致嘅情況？我知道一點也係當重要。不過我知道國民黨應該我知道有一個就會講，其實經常我知道多數人嘅民意有啲時候知道個民粹兩個字我知道而家民主政治台灣。教育也相當普及嘅啦，你講實施率也非常嘅高，佢做大部分嘅人哦，嗰種各種大學畢業嘅比例，將全世界人口嘅比例都全世界也當高嘅，所以對一種多數嘅民意假設政治人物還不妥，你講也係民粹我知道可能係乜都佢出價，我一係咩要說明清楚喎，當然也有一啲情況，就講人民可能有錯誤嘅認知。所以佢講民粹，但係也係咪政府冇提供足夠嘅資訊，係呢講有一種其他方面讓大家冇辦法了解。所以一點就係愛去共同嘅檢討啦。畢竟而家國家嚟講，政府資源較多，資源較大啊，所以應該佢愛對一種人民嘅這種民意佢愛有一定嘅指引。請問一點時間係像嚴總嘅告訴本3個候選人，也俾你嘅觀眾朋友在建議。到時節還有一場，下禮拜六2個也會來，佢哋可以有乜嘅表現，為了克服民眾嘅期待。我希望有4個問題今天我哋討論一個做做總統嘅人佢搞係咪發展嘅方向所以憲政體制改革嘅問題，係咪總統制、內閣制，一個行貨制度一方面一定要嚟討論。第一點就講國會改革問題，第3道就講司法正義嘅問題，司法改革。另外還有一種問題就講文化。多元文化的尊重各項族群文化方面的問題包含要社會福利，也應該嚟好好嚟討論。總教授，作為觀眾，下禮拜幾個看乜嘅重點？我希望有人可以按嚟提，就講假設當選總統都提100年內要做乜事情，或者講都提1年內你希望完成乜嘅事情，各自講3天就好。讓大家知道講假順序都在乜嘅地方。教授呢一點你下擺還冇看到我上面言之意是，之前馬總統嘅口號係很多案台上633耳熟能詳，朗朗上口。做唔到嘅政見，唔講到講台上，民眾多時嚟檢驗你嘅時間，才高興起來。所以就像一天就要自己就要去評估講乜嘅事情係做會到嘅呀。天呢種嘅疏失也係都唔可靠嘅啦。你國際經濟出乜嘅情況，你經達到100%幾多就難，像我家談到乜嘅那一定要超過1.5%。1.5%那有安全感。大家好，歡迎收看《村民大會》，我係陳明珍。我哋所在位所喺到台中市新沙發會節辦理嘅場所哦，而且行政院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嘅天然苗圃哦，呢苗圃面積就90公頃，安大哈。唔過拿去辦理發會節嘅面積係30公頃啦哈。自從9月天通過後呢，